上冲，三冲，冲到冲，上冲，三冲。所以呢，是拳到冲，冲到冲。那是我了。各位，首位，恭喜昨天会前会的点，大家好的，那你好，继续，你跟公园讲说，迄个电话，当然跟季节，公告比较结婚了哈，结婚，比任何家长不同度都这个早气氛这一点高调能体感悟，但能够给现代的人很感悟，那很感悟，比咱第三本的这个头一段，随时讲这个文部我历史，基本上来讲嘅，因为伊嘅意义完全不同，所以呢，因为咱之前讲到所谓不可说的，先能做选入里，发安尼个什么的新教，东先都是先默认别多一切众生，别多一切众生意如一众生可领导，咱之前所有的这个所在。那当然，咱呢应该越讲这个说少那种这个跟什么那说针对那个什么可以否？可以否？说的欲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释迦相、诸位菩萨。欲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讲，说的是无有法，是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的无以文何，如来无言定不受，如来无言定不受。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不了世尊。如我该复所说义。不如言定不受。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咱对嘛大约就是咱们来上这段这段当中呢，因为其实来讲起来，因为经文经到这段已经进入了一段经，咱们讲起来，经文经讲到一段来讲起来，是已经进入到迄个真实上迄个一定义。所以呢，这个当中，咱要了解这物件，一定的，因为经文经伊其实抽象内底当中，已经来讲到这个我定思想来空，甚至呢第二段来讲到不定思想有哪个来空，所以呢，因为凡小以后这个相，你今日要进入了伊实体上，拢有可能。所以咱进前听到这段了这段已经讲了，不可思菩提心是发阿耨多罗三教这东西不是先默动灭多一切众生，灭多一切众生，咱这段都讲了，咱即话所得讲到这段可以无？说地藏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释迦相、诸位菩萨，应该今是要上这段那因为咱要上这段以前，咱一定要看头前。
哦，伊个方头讲，因为头先先咧讲，当心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甚至伊甲你讲，灭度一切众生以义无一众生可灭度者。哦，这段是咱后边这段是要煞一段落。啊，要煞这段落来，当中你这段也接无落去，你后边迄段咧讲哪个，咱会无了解。啊，因为是安怎？因为咱讲到第16分了后，进第17分，叫做救国救敬哦。救敬就是讲达到最圆满救敬，无比这较救敬。所以呢，到最后就是讲你袂使我，这个我就是叫做自身的消磨，因为你若真我了后，你今日你我定思想，你无能读，甚至决定思想你无能读。因为什么呢？因为欲菩萨，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这种总是菩萨。因为怎讲？因为本就是一定甲你引导到有用，你一定要进入了，所以实实在在、清清别别、清清清清，完全到一无所有的物件。啊，一无所有，唔是完全拢讲无，因为一无所有的物件，你进入迄个大有无？迄个大有内底当中呢，迄已经到实相结合在一起。啊，迄个实相结合在一起，叫做无相。啊，你无相伊演化出来，你当真正无限大。所以咱讲自性连上面无讲可以讲来。但是你若有一个我，有一个真我，你这个自性要达到虚空法界，这是无可能的物件。哦，迄是无可能，因为怎讲？有一个我，迄个法太少，迄个法太少，是咱那边修的，咱人我不断，我我不断，就是有这个人我不断，我不断，那咱永远而且做上心做起来。因为讲，咱我都听出迄个情景来吼，所以我就解释咱的格子台的。今天咱的格子台，现在咱格子台，因为容纳着咱的目的思想。我的思想，所以不得不这段就来看啦。帮你今日要度众生，伊甲讲，你当心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爱听这段啦。因为这段就是讲，我定思想来看，这段后边段就是讲法定思想来看，真正法定。啊，因为我心如是心，灭度一切众生，咱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如是心？当然，咱同学伫金刚经讲到这来，讲到这个如是心，这已经讲到足实底。迄个如是心，就是成就了以自性清净，迄个如是无我迄个物件，啊，叫做心不一如，无不解释。这个如是心来讲，迄个清净什么意思？当然，你来当生这如是心了后，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咱灭度一切众生，后边句话讲，后边句话就来讲，灭度一切众生，以无一众生是可灭度。哦，是咱你因为生迄个如是心，因为头前有两个来讲，灭度一切众生以，后边呢，都是无一众生可灭度。这句话是安怎讲？头前这句话是讲。灭度一切众生，伊就是讲把众生都把拢摄回，所有欲乱心、欲贪心、欲色心、欲化心、欲有色、欲无色、欲有色、欲无色、欲为有色、为无色，我该明入无为涅槃，而灭度之。如是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后面我来讲，是无众生可灭度者。先来讲。就是讲，这个三界欲得众生，三界欲得众生，我拢嘛度尽，安尼。但是你个灭度一切众生意，但是佫是无一众生佫灭度。那这句话伫第3分，咱伫这段咱已经讲过。哦，这个灭度就是咧讲涅槃意思，把一切众生都到无为涅槃，就咁样讲起。所有众生，我拢要害人，害伊肯定解决。
众生人无尽，伊毋成佛，是毋是安尼？地藏讲一句话，地藏人较，伊是不成佛。但是成佛是毋是伊道一个成佛？爱是道无尽，爱当成佛。因为成佛甲毋成佛，离伊即条生的物件，毋是讲我即个众生道无尽，我但是随时讲伊众生道无尽，伊有要成佛，即句话，伊的心完全达到呢。无我上，无人上，无众生上，无寿者上，无法定事上，无法定事，完全是成佛去。所以咱来讲，度众生无为了烦，咱知影，今日观世菩萨来度众，咱这里面都是咧，多人的众生，愈来愈严重。地藏王人度众，这地甲毋免这个普度，敢是安尼？所以代表就是三界众生，毋是今日。你用着一个表象物件，要甲道真啊，无真个问题。上界着啦，你家己即个心，众生道真无，你即个心的众生啊道真，就道真。外口的众生无成佛，你嘛是成佛去，敢是安尼？但是你即个心啊道真了后，外口的众生拢道真去啊，你嘛是袂得的。什么原因？因为外口的众生。凡所有上的众生，含你个，含你这个心灵，跟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凡所有上的众生，含你这个心有关系，拢无关系嘛？不能众生的，对不对？地表上的东西，离外，把所有的物件咱摕离外口物件咧找，咱毋是离咱的心性中找物件。我想讲一句话，我告诉你，大法师。愈修价值愈大，大和尚愈修脾气愈大，像伊内底众生度尽无，所以这道理来讲，要度尽无为了烦，你家己的心度了烦，越度一切众生意，把一切众生拢度尽啦。换一句来讲，这众生拢度成佛啦。自有众生，自无一众生是个袂度。这实实在在。无有一个众生个度，所以第10首比较重要啦。你度我众生一定爱利度利想度我众生。第10首伊是咧强调啥物？利想如果你今日听留你，我要度众生，有一个众生咧华度，你永远离不开了我对所讲这物件，是毋是安尼？咱今日要度众生。你按照有一个众生的活动，你按照你描写你度众生，那安尼当中呢，你要有一个众生的活动，叫做哪？叫做哪？我人，我就是我嘛，人就是众生嘛，是众生嘛，是毋是？是众生嘛。这个我，你有一个众生的活动，这句话内底讲，来咱嘛做解释，叫做哪？这个叫做灵，这个叫做寿。咱若做解释叫做安尼。人你有人有这个灵，我灵度有一个我所度，有灵度我所度，这个人延伸的这个灵度叫做哪？叫做心，这个寿叫做境，这个延伸的叫做安尼。你这个心去判断的境，你的灵。灵度都有一个所度，所以咱合作讲灵所具名，是毋是安尼？具名啦，你看下。三点水。能所具名，万象啊无，敢是安尼？灵你有一个能所具名，人我具名，使讲人我具名，你灵因为有人有一个心。判断外口这一个境，那安尼，你心去判断这个境了后，咱生什么心？咱的心就生袂了，生这心叫做缘心，或者讲叫做缘命心。咱这个境心中判断这境是心，叫做缘心。所以就讲缘心无好歹，好歹就是这个心去判断这个物件。所以咱今日这段报告这段，就是咧讲，因为你
伊甲你讲，即道又来讲，讲啊，你度众生，你度一切众生义，义就是讲，你度众生，义就是讲，以一个过程，哦，伊上经嘛，即句就是来讲，我应免度一切众生，你别把众生度尽，但是后边句呢，免度一切众生义，这个三，这是这三我是甲为着要偏单，我甲体会啦，你慢慢一个三，这个三去讲来。哦，免度一切众生义，义就是讲，我度众生的过程，拢把度尽啊，拢把度尽义，就是讲我拢把度尽到无为的法，但是自无一众生都袂度，我袂使，这心袂使证明一个众生了我度，我咧度众生，安尼听无？所以第三句话就来走到这了啦，伊就来讲，所以我是什么原因呢？伊就讲原因啊，啊，咁听意思，讲原因是安怎要度众生，都袂使证明度众生，咁是什么原因呢？伊就来讲，说无咧，欲菩萨有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大愿菩萨，这个菩萨袂使有证明，这个菩萨袂使有证明，因为这个菩萨是证明呀，伊这个念阿罗汉。用理性性理的证明，伊毋通不知道菩萨。咱知影，根本的第九品叫做一上无上分，苏罗汉、阿那含、阿罗汉。咱就看阿罗汉，伊事上一定但咱证明阿罗汉。我顶事上咱证明阿罗汉哦。哦，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哦，伊咱证明阿罗汉。伊这事上若无断了后，伊基本上阿罗汉就做袂到哦。何况今日你证到菩萨，伊后壁伊这段话，因为头前这个叫做末定事上，后壁这段叫讲个，我讲这段就是讲末定事上，这段你来看到，因为所谓的实无有法按照三无地，这个叫做讲事上，含迄个事上爱得，啊，所以今日伊就是讲，你今日对众生，末定事上爱得，末定事上爱得。这运动你绝对无法动，无法动证明这物件。所以讲，哦，若菩萨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可以菩萨，哦，这个问题答无，哦，第一个范围伊范围有一个无相像的所在啦，吼。这个灭度一切众生，如果一众生可灭度，这句和前面一句话不一样。前面迄句话。是无这个前面迄句就是讲啦，咱伫第三句迄句话就是讲，若观心，若太心，若色心，若法心，若有色，若无色，若有色，若无相，若非有相，非无相。我该念念无念法，离灭多时。啊然呢，如是无量无所无边众生，后边是无众生可灭度。迄个是无众生可灭度，是那个伊透些众生灭度。因为众生是因缘所生发的物件，透一众生来道，安讲啥意思？叫做实无众生可灭度。众生是一个因缘生发的物件，生化。所以咱常来讲一句，众生是来随无明的佛，敢是安尼？佛是来随什么物件？感悟众生，对啦，佛是来感悟众生。那安尼当中靠一个众生，靠一个众生，所以是无众生可灭度。这个讲啦，这若以头前嗰句讲空相的物件，但是讲这个众生伊来自于是空的物件，伊缘生缘灭的物件，伊无一个是有的物件。毋但是无众生可灭度。话说，若观心，若太心，若色心，若法心，若有相，若无相，若有相，若无相，若非有相，非无相，这三界六道众生，拢总是因缘所生发的物件。所以缘生缘灭的物件，咱今日嘛是众生一类啦。咱今日缘生做人啊，但咱自己缘生呢，是毋了不这物件，是毋了不这物件，咱叫四大皆空。所以讲实无众生可灭度。所以，这个经历经文来讲卡，这个众生相，拢是因缘所生的，叫做当体即空的。所以咱一定要知影，这只鸡啊，嘛是因缘生发的，这只牛因缘生发的，
先因为什么？因年都做不了去，所以有做不会使。伊的自信嘛是不啦，伊的自信嘛是，伊的自信嘛是哪？伊的自信嘛是清净啊，伊的自信嘛是无量啊，是叫看不了，伊走不了去啊。你讲遐众生嘛，伊毋是众生啊，伊是因缘生活来变成一个迄个异体啊，异体啊，异体啊。这个伊就是讲甲无相像的身体啊，是不是呢？所以讲一切众生该富有如来因缘之相。所以呢，为这个当体之空，那有一个众生为你所灭度，所以成名迄句话讲，实无众生可灭度。应该各位能听这个意思所以因缘实相。但是后壁这句话呢，这个所度的众生，现在有一个实伫咧后壁，有无？你有看到这个实伫后壁无？咱中海人你看知影，是无众生可灭度，有无？是无众生可灭度，迄个实伫后面对不对？后壁这句话，二无一众生后壁这句话呢，是可灭度，这句话是伫后壁对不对？这你爱注意的，讲因为个错的前头前咱后壁伊查查者，透一个众生，让互你灭度是可灭度，这句话就来讲啥物件？这句话基本上来讲到呢，这个众生是这个实就是讲，无有一个众生是为我所灭度，实实在在无有一个众生所灭度，这就是把咱内心的执着相来看出来。这句话就是讲，你今日虽是要度化众生，但是你后面迄个当中，你虽然讲是无众生可灭度，你敢听？你讲是无众生可灭度，但是你心嘛都是咧灭度。我正来讲，是无众生可灭度，对不对？你咧听嘛是讲，安尼听袂听呢？但是你有到尾啊，这个当中，你内心来讲，我嘛在度众生有无？你来安尼想袂？有啊，所以咱是作接掉的钱啊。过去前辈先来讲，度化众生袂使接受，袂使接受，毋过呢，作者前辈先，度到这个时阵，度一个3分的功德，顺便做手分，我先度一个人10分，度2个人20分，度33，我嘛一直咧接度众生上呢，你无去随缘度，对不对？所以后边这句话就是咧头前，就是甲你教什么物件？因为众生拢是因缘生活的物件，即因为你所度的众生，拢是一种宽法，因缘所生化的宽法的物件，因缘生活这个宽法的物件。但是后边这句话，第17这句话就是讲，你内心，你既然要灭度一切众生意，而无一众生是不可灭度。你这句话，你内心的这个世界。内心的这个世界，内心的这个执着上，你嘛要去掉。或者解释，外口的众生灭度了，内心的执着嘛要去掉。那安尼，这个当中，你这个魔定术较通。毋过我头前你来讲魔定无众生是灭度，我的心嘛在咧执着众生的灭度。所以这句话当中，伊一直咧讲讲，对外口的物件，甲伊灭掉，到后壁这句话，要对伊内心，对啦。连执着上法要去灭掉，所以所以伊呢，这个内心的执着上已经空了后，所以下面就解释可以讲，就是什么原因呢？在是你迄个众生上爱灭掉的，今日内心执着上爱灭掉的，为什么原因呢？这个讲原因。所以是我哋欲菩萨我上因上众生是了大欲菩萨，这个物件就是来讲原因。因为你这个菩萨，你既然要证了实实在在的菩萨，你这个菩萨绝对袂使你接受，袂使绝对袂使发生，因为你接了还是信心嘛。所以，咱讲到这个物件，咱毕竟因咱会把这个尽量嘛好做些人，我上因上众生上是只上只有菩萨这物件，为嘛实在无了解这物件。所以讲到这物件，因为咱这道理当中就爱。一直反复一直讲，讲到大家伫迄个脑海内底，人当时来讲，这是无心。所以你咧讲，我们那师傅来
爱老建议咱必修大先的会着我上真相吼，你就叫带过去啦吼。当然要讲到我跟这个活动事项的讲，这时间的拖迄个秘密带过去。所以今日是安怎讲？咱对着讲的我想、我相、跟人相，这我人两相，这我人后边这是哪？是众生相众生嘛这是受者嘛，形象嘛以前拢种这个思想，因为我想，有一个我，这个我叫做我执，这个我执有一个我，有一个我怎啊？这个有一个外口的人，这个人叫做相，对象，你有一个对象的，我心有建立一个对象。我看到咱各位，我有对这想，我有无简单这样是70、80岁啊。伊爱过来听啊，听我一个对象了我就产生一个对象，我就产生这个出来，众生相。这是连贯的物件，因为众生这个叫做哪？这众生两条路是叫做分别。叫做妄想分别，妄想分别嘛，分别就是妄想嘛。所有咱拢想出来的物件，拢对应才会生出这个物件出来，对应才会生出这个物件。我看这个见了，心去观察外口见了后，心会想着物件出来，对不对？所以那见出来，见想出来了后当中呢，因为这个叫做妄想。开始想出了，因为伊叫做想象。这个以前不得用众生来用想象，这两个来解释。众生，既然众生，伊都有念头作祟，所以咱讲众念重生，伊所以念头作祟，众生有这个妄想物件，所以用众生相来做妄想，伊用想象相来做执着。先叫做想象相。我想说，比如，咱人面对着生死，面对着死亡的内底当中，咱这个心拢放不下。所以我想讲，咱人去到病院看医生，医生甲你讲，你有生老的，其实你无听到你生老的，你咧过着也真自在。你听到你生老的，你过着袂自在。什物件执着，是不是呢？执着嘛，执着嘛。对不对？这个什么物件？我有这个物件，因为你有看到，你伫这个当中，我有看到你伫这个心已经关到你这个境啊，心这个物件，所以你会生出烦恼啊，你会想你会执着伫这个我这个物件，这是一个我上理上众生上这个物件是一个连贯性的东西，你有执着连贯性的物件就出来，不是分这世界观，虽然分这世界观，但是伊连贯的物件造成。所以因为你一个菩萨，你菩萨应该是袂少这个物件，因为我拄才讲的，阿罗汉袂少这个物件，因为阿罗汉咱以阿罗汉是证殊多丸，殊多丸就是证入流就爱入性命之流啊，迄一经就爱拿分入色、声、香、味、触、法，六根上一直爱当物件，你初果伊就爱当啊。所以你初果进初果了后，伊变现就爱当啊，见好伊就爱当。伊要当，伊绝对袂当去进了二个殊多行。伊殊多行跟一来个嘛，一来天上，一来人间，死无一来天上，一来人间嘛。你个人来天上来人间，这叫做执着，对不对？所以伊入到这个物件了后，伊就慢慢一定爱哪，一定爱思考。疏忽、见好、疏忽，所以伫这个当中呢，这个当中疏忽一定要管，一定要等稳当就袂使。疏忽，迄个思想，了后当中伊到第
4个当证着，这阿罗汉，阿罗汉一定摸定顺来，会讲见好甲舒服，伊才会当，伊这两个无两个一定袂使。等了后，我的思想要空，但是证着阿罗汉，因为若思想甲变天，都敌人，你要证着阿罗汉无可能，迄无简单呢，迄真正无简单啊！你有发现阿罗汉个呢？唔是遐简单呢。所以呢，因为咱讲，因为做到菩萨，会让咱证着第三迄个无明天，伊当办的一定是，所以咱讲为啥会讲破一分的无明啊，见一分的法身。就是因为到阿罗汉，因为进入了第几分，52菩萨位行落了后，当中伊开始见地菩萨。见菩萨那见一分的无明，迄个无明好嘛。无明好你无，你要见菩萨，你无明迄无明，你无破灭得见菩萨。所以呢，破一分的无明，就见着一分的法身。你想要对初考，初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题，一定要破八题、8题。叫做究竟定，迄个究竟就是讲，你已经见着佛地啊，你一定要想不起。所以，因为这个意思就是来讲，你基本上你证明阿罗汉，因为阿罗汉这爱怎么何况你既然你做菩萨，所以来讲，伊肯定比较怎么样？以前的话都讲。都是一定有功的可以讲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什么的佛教是什么的？若菩萨，这个他是这个菩萨，这是菩萨，有魔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实相，这个无属于做菩萨。就跟我们讲的，但我都想讲嘞，我菩萨加阿罗汉，伊唔证唔到，伊阿罗汉就证唔到啊，无证个菩萨。所以呢，这个八福，这个咱都讲，咱都讲讲的这个伫这当中，重心是失，这失去的后边所以这个叫做内心的执着，内心的执着，我咧度众生上一定来看。虽然众生是因缘心命，这是一个眼睛眼眼，但是咱人咱的心实无一众生，而无一众生是可袂到。你这个内心一定要实实在在、清清楚楚，你内方你拢一定要清楚。所以可以讲就讲，我上面就这位菩萨，你既然这个菩萨，你不是凡夫啊。尤其咱常讲的后半后半段这段，已经开过悟的菩萨，更不是凡夫啊。那么你为什么要执着这个我定思想呢？所以呢，你今日执着一个领导者，咱就好讲讲，你执着一个领导者，执着一个守护者，守就是讲对方，领是我，守就是对方。所以我守护者，领导变成一个我相，守护变成一个理想，所以领守的差别就是这种形象。以前咱好标出所以呢，你执着不下这个受者相，完全拢是反悔的境界。假使你有遵照一个我定思想，那你就不成为这种菩萨，你完全是一个凡夫。所以咱好以这法当中修出我定思想，我的思想有分为3个阶段。我执我等四相，有一个法执；我等四相，有一个空执；我等四相。你有听有意思？这个我执我定思想，这个我想理解众生想比较少。因来讲，你这里我的一个相，叫做我执等四相。什么叫做法执等四相？这个就是法等执，这个就是法执等四相。因为所以讲的，因为刚才所以讲的说过的是无有法，有无？都讲这有的是上佛众生对不对？是无一众生是特别多，对不对？头一众生，对我都讲讲的，但是呢不是有一种是特别多，而无一众生是特别多。一个
领导甲所导这两样拢来谈，哦，这两种拢来谈，这个叫做我等思想真空。但是伊讲到这句话了，就是讲你华人思想不要空，这个讲菩萨，因为阿罗汉，伊就是目的思想空的，只要阿罗汉伊是目的思想空，因为伊华人思想就怎样空，因为那个伊认讲我今日已经达到最高的极限。我达到最高极限，因为伊靠这当中跳出去，这个华人思想要登也干能登，想也干能登。当然，咱比如今日，伊来讲，所以假如是无有法，我安尼得三宝的心，法不得，离金刚经，离法华经，离什么经典？伊讲咱这个经典，讲这个法，有法讲无法。讲到一切话，讲到什么想法，一毛对的法，才无有所度众生。所以咱建议，较上过来，较上过去，嘛拢做唔完。什么叫做完？因为12因缘法，速对科技变得法，太无法。虽然众生就是永远就是执迷这个物件，咱放袂这个物件。既然讲你无这个物件，你感觉讲，你从变成哪？从变成锻炼，从变成无去你听无，所以伫这当中，你倒倒来，写倒来，写倒来写倒来进法。就简单讲起，我今日感冒，我感冒药来食对不对？我去感冒药食好啊，我病已经食好啊，食好安怎？你到尾啊，都去急药生病，吃药是从病，急药了，急药生病。急药，急药成病是啊，你的病都已经好啊，法就是你药就是你的病啊。但是你病未好啊，你倒转来无食药袂使，搁急药搁生病，本来病好就好啊，咱众生就是啊。我今这个法已经因我家己的心来决定。安那听法，我听道理已经慢慢我开去，但是我听到尾啊，我想想那唔对，啥唔对？我在这个我在这物件物件，这物件发的物件，你这个物件了后，你要跟他华人思想之道，华经思想之道。所以本来你这个你讲是无有法安尼得三宝三宝，这个是无有法安尼得三宝三宝的，这个是无有法就是来讲。今日你的自信在内底当中，伊本来是无迄个物件，伊本来这个物件拢是不得所讲的因缘所生的，这个物件拢总是因为众生的需要是来安立。你今日已经佛了，你已经菩萨了，你何必？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无病的人，你何必再去食药？按讲啥意思？你何必再去食药？你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你本来就是自信提供天龙海，你就去有这个物件，这个道理，你一直了后，你是袂过来，你一直变不过来，你一直走你的无明要来，所以因为阿罗汉，伊就是哪，伊就是到这个小圣佛法，伊就是我的世力，八到我的世界不通，但是华人思想不同。对不起，所以咱想讲出个讲啥？讲法律即菩萨，法即菩萨，伊就是讲这个道理。所以《金刚经》讲到这个当中，讲到菩萨啊，第一句法定思想空，对我定思想空，我能思想空。第二句讲到我华能思想空。但是因为我现在讲到一个空等思想要空呢，因为《金刚经》的第六本来讲。肉心出想，肉心出想，我能思想，我定思想，已经出来对不对？肉质发想，就是讲什么话？肉质发想，你金刚经的人理解对不对？肉质发想，我定思想得出来对不对？可以无？肉出归发想，我定思想得出来。我定思想，这就是咱，这就是咧讲空的意思。非法相，
啊，心会法相，伊本来就是无相，按照这个会法相，咱来嘛做地观。我的思想已经空了，我的思想已经空了，对不对？甚至你已经空到一个清清净净了，但是你爱讲啊，你个天世界主足聪明，你要记一个，我的思想是空，我的思想两空之空，要变成我的思想空。迄个空不让我是寂寞，虽然我空不让是一个寂寞，按怎听有意思？所以迄个空不让是一个寂寞，我在接一个空中的空。那你得跟我们来讲话出有的物件。我的思想空，我的思想空，用处规法上，你这段来底就讲到这物件。因为如果讲到用处规法上这物件，所以你要看中国经的当中，你要看伊这，但是你伊知影讲到出色，所以对这个当中来讲，我的思想分这三层，我执我的思想，法执我的思想，空执我的思想，都是我都在讲这个。因为我执甲法执这两种，这个比较的空用，但是空跟思想就不空用。所以就无见啊，你地人应该来讲，若处规法上这点我人众生实相，逆定必求，地无所法，发生印象何况明白。伊后壁，逆定必求，地无所法，发生印象，何况明白。发生印象就是讲我的思想跟我的思想，这个爱下掉的，这问题这个功用的爱下掉的，何况明白想，何况明白。不过这第一个开始，就是讲前面我等四项这两种有一种功用的物件，爱去不掉。何况讲第三，跟这里这两空气空的第三空，这个无直接的功用。但是你唔通讲，这个无功用，但是无功用，咱来怪对无？你一直你无用得起来，这因为第一个解释，你根本叫别人问，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讲，就是安怎讲？后来安尼解释讲，我定思想空，我定思想空，可以无？何况唔我想，后来讲何况于这个功用的思想，功用的我法思想法空。何况唔是规法上讲，何况外道的一切法尽爱空，安尼解释。不可能，因为看你徛在这个角度比较缺的这一点，所以这段咱我有秀出这三个层次，因为这段内底当中是讲到如无一众生是可灭道，灭道是众生意，你要灭道一切众生，可以。证明了无为的立法，但是你内心都袂使接到一个有咧度众生之相，这就是咧讲我等思想能怎样？但是到这段就是我甲你强调，到这段就是咧讲华等思想，华等思想就是咧讲这个，就是咧讲这个物件，华等思想就是咧讲这个，第二是法执与法执，法执。我定思想，什么我定思想？你接着一个法，就是一个我咧听法，就是一个我咧讲法，有人咧听法。你讲听，房间咧讲金刚经我来听房间讲金刚经，房间咧讲金刚经就是我啦。你听房间讲金刚经就是人啦。有我上人上了后，都有一个众生相啊。听房间咧讲甲迄个人咧讲我来讲人比较大。我当然听讲袂歹迄叫做哪？叫做众生相。我听众生相后壁再生出来执着，迄个执着就是房间讲袂歹。因房间讲无好，迄叫做执着，伊个人主观意识停内底。简单讲条意思，我用来比喻，可能大家听下有啦这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讲，因为你太少少人。足侪人来听，好，我就讲到足实践。无啥人来听，我就讲到无啥爱要讲。这叫做我上人上，而且讲完了后，有我上人上，有我人要听完了后，产生我的心理的众生分别。
梦想来这关系掉。哦，人不是安尼讲法，人不是应理而算，唔当叫做人关机道教，关机道法，或者是这个意见。无管着你偌是人听，无管着你甲学了，无管着你甲批评，无管着你甲安怎，你我心理上拢总清。你甲学了，我嘛是安；你甲批评，我嘛是如是。啊，你甲学了，我嘛是如是。所以这叫做无我定思想，无法律内底，无我上人上，众生上受者少。安尼咱就应该就这个意思，咱应该就听过啦吼。所以，你一切发生的内底当中，有你直接去发执，空想空执，我定思想，这个空执，我是其他教的，因为离中国经历的人，我都是讲有出现的，何况有发生，所以我毕竟这后来才教的。因为我讲的无完整，所以呢，我甲教的开发想，就是讲我能思想要，不可以只在两方，因为你我定思想看得对不对？我定思想你嘛无啊，但是你跟这边两个无的一个空，安尼叫做开发想，所以这点咱要了解那安尼当中，你若有这个就比如三二十人，李姓人李姓人，伊就是阿罗汉的李姓人所以呢，伊第一站我跟思想，伊唔空这是才有助于他带社会反腐社会反腐，超意向，你才当真正证到一个真实的法则。修道这那是修行成不知因的正确方向，不是修行菩萨道这个历程。就是因个历程发生安尼过来啦当然能了解菩萨要怎样才来修成成佛，因为后面有几个解释可以讲，所以讲是什么原因呢？师父的是否有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然，伊这句话就加重语气，因为那么加语气，伊这两句。就是我的事项，我的事项空，这个是我的事项，这两种，因为伊后面这句话做一个结论，这句话做一个结论，所以讲做一个结论，所以我的是否有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讲，所以讲所以我的这句话就是分，跟直接把所有的讲师傅实在无这个有法，较实质。无有一个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讲，咱一定这句话一定要转入去，因为伊这讲伊心性中的内底内容。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这是太阳，这是太阳这是内底一切。这个一切，这个一切，这个一切，你一切的当中这个变化，和这有关系，有关系，完全是有关系。你做红太也好，你落大雨也好，你开作业也好，开作业和这有关系无？伊本来就是暗面头有开了就开了。是那个天气咧转的物件，离这个离落这个当中，这个变化，这叫做变化，这变化叫无常，这变化叫无常，对不对？你变化无常的当中，离这个物件这叫不变。刚才呢，有变无？这完全无变。我怎么来解释？我定思想，拢唔是，法定思想拢唔是物件，拢总唔是物件，拢总文明含这个你看这种关系拢无，这叫做不变，不变叫做实相。而这个物件叫做因缘生法，这因缘生法，因缘生法，你因缘生法内底含这完全无关系。
法好法偌好，拄偌歹偌好，含这个法含自信，无对这种法会比这个好。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啥？你这个物件无法度通去甲比这个物件。佛伊讲这个叫做无相，对不对？伊讲个佛，哦，伊叫智相。无论伊讲的物件，拢比不上这个物件。因为讲出以后有容易嘛，但是这个物件叫做哪？咱要用一个因素来讲这个物件，敢是安尼？什么叫无极？无上的极限，无上极限嘛，要有理出来。所以这个物件，所以无法度人去算的物件。所以后壁我才讲讲这句话出来，我会记我才有讲这句话，他们当时做常会，我才讲这句话。好，中文有讲出话，所以诗文有怀灵觉，不大声意识，自我声色，有意化解观念。后面到这句话，后面这句话，是经得犹如毛由幽轮，上天自在，无心无条，无心无求之啊！这是是不是呢？你用什么语言来讲？所以得犹如毛由幽轮，这个物件是一个比喻一个非常毛细的东西。哦，毛游轮有一个轮场，有一个轮上物件，这是上天之在，这种是类似的物件，是咱演化出来的物件叫做德，离咱回归了叫做道，哦，叫做道。所以过来我用这两哦，那个讲出话无这句话哦，实在确实无好讲。哦，所以就是不用法按照什么的，你用这个我是因法我的心教。就是我这离开的，咱好啊吼，你用来标出来吼。你接着一个，你接着有一个菩萨，菩提法，安尼嘛是八七。我持个法主动下啦吼，我七不空，八七不空，就不能修行，分基因啦，不是过来的，所以而且来讲是无有法。六道什么三宝天下，所以这就是在讲一切法当体即空，一切法当体即空。任何到这个体里，一切法到这个体当中看，必然那讲，伊拢是一种因缘所变化出来的东西。所以咱想讲，这个叫做因，这个叫做因。就应该讲，这叫一切，无离开这个物件，今日为咗讲别得等，咱就是如如不动不变的主相，这个物件。但是咱专心所有的物件，毛细孔，咱所有的物件，这叫做一切，这嘛叫做万法，这叫做一法。这个是叫做一法，一法。来生万法，对不对？对墙是不要生出来的答案，对墙是不要生出来。咱今日会讲话嘛是不要生出来。今日包括你上小的毛细，你上小的，你会有上小的细胞都不要生出来，无对是不要生。但是不要生出来，能够你会了解，这种是一种变化，因缘生化。这种是因缘生活，无做讲是因缘生活，但是这因缘生活是要互你回过你离厝啊，经过体验，要互你经过这个一生一世生出来，个延伸，跟其实个延绵。你是互你延伸个延绵的一种的一个过程，到尾了这个变化的物件，无真理的关键，无真理甲咱解决，无真理甲咱解决。你甲我讲，伊今日很可能会来找我去哪？
一个做某伊就带爱去食毒，一个做某伊就带伊大脚，一个做某伊就带伊食饭，啊有影看影有影。咱禁止食色，禁止食烟，警官面顶个拍片，这有安怎办？这叫做染，是不是叫做染？这叫做染嘛？啊，你今日好个仔，咱今日下到道中，这叫做哪？这叫做禁忌啊，禁忌啊，对不对？啊，这禁忌就在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恁老爸原因，叫做祖德，禁忌祖德；第二个就是你过去修啦。那恁老爸过去无修，你这世有修，是你过去修啦。你这世无修，哦，你过去无修，恁老爸有修，你有哪会？你有哪在道中有哪会行得有哪出顺？而恁老爸过去无修，你前世人有修，你来到这世间咧行会顺。但是你这两个拢无，啊，你麻烦，你麻烦，因为即使你行到道中，你有哪会啦？有哪袂安尼用？因为你看到无兴趣，你才会用。伊迄款物件，你着讨厌，你才会用。比如讲，一个伊去教堂，你会讨厌袂？你会讨厌，你才去跋筊。啊，袂看到足爱的，是物件，它的习性，这种人性，家己迄个尽量是明了的。啊，你愈念愈严重，啊，论着你愈严重，啊是必然。啊，虽然今日来到这个道中，咱有咱必管的基础。咱通都在修，所以咱来感谢两种人，一种是你的祖先，一种是家己。还讲啥意思？一种就是你的祖先，啊，一种就是家己。有这两种原因啦。你祖先无修，你过去无修；你过去无修，你的祖先，你换这个家庭生着你有修，这种原因。所以那迄个讲个啦。对新加坡什么啊？什么看到咱即摆后壁的这太乙树的这讲什么？迄个郭明义啊，讲什么讲那个？讲咱卫星啊，即摆讲迄个提电的过去的哦，电星星火的在转世吼。啊，这太乙树的这啊，你莫看这人来生里面迄个老母。迄个老母有亲靠下巴肚来太艺术的，迄个世界有几个会当去生迄个巴肚？我问你，有几个会当去生迄个巴肚？有几个人？真正无几个人。啊，迄人是真正特殊的因缘，真正你会晓。哦，因为怎讲？你过去拢食菜，过去无需要，你那个比一个食素食的巴肚，食素食巴肚，伊惊迄个环境就是惯人，你听。看袂了，哦，啊！你讲今日去一个有伤的来困一个食草的巴肚，伊嘛困袂了。伊起码连有出个连撞弄出来，2、3个月、3、4个月就要撞弄出来，对不对？伊就那个，伊讲困一个巴肚困袂了嘛。啊，你有伤的来困一个无伤的巴肚困袂了，你无伤的来困一个，无伤的来困一个有伤的亲口的巴肚嘛困袂了，啥困袂了？伊就，你讲嘛，迄个食草，你讲叫人食素食，听我聊聊他，拄着一个龙结啊，迄条做迄啥，迄中山迄龙结，较早我熟悉，啊伊咧做包无，啊甲买无啥，我袂记起来，我毋知伊是真真遐，啊伊来买10几个素食的便当，我龙结龙结啥，买便当，讲还上啥啊？伊讲我含恁烧香的，但是行无同的路线，无烧香。伊连买10几个素食便当，就是问仔菜，今日个人，今日个问仔菜吼，要上经的。讲我即马都安尼，我是素食食袂了啦。但是吼，我今好咧讲上经啦。我食素食食袂了，但是我讲上经啦。我想要甲讲吼，你若当是食素食，念经讲你更较好。啊！你要食素食念经，就是哪？迄叫做哪？迄叫口头禅念嘛，迄叫做嘴咧念念嘛，对不对？因为你唔念经，甲你食素食，这名叫言语清净吼，语言清净，啊，行实际的经典清净。啊，你嘴咧食肉，迄个我当然嘴咧食肉，啊，你念经念清净语言，安尼讲你讲好。我本来是要我小小安尼来讲。
对不对？讲讲成讲很多，没有立场啊，好多所以讲，咱今日一个真正，下尾修一贯的大道，咱比较困得了，你甲想看哪？你比较困得了，你一贯的我20年，你30年，甚至包括现在说的这个60年啊，你看你困得了？这是原因。这人是相当离不甲你讲不1分2分3次5分，因为你所进来之前经，你才困得了，不可能困得了。所以咱人情况一般，所以不敢讲，而且来讲，咱今日一定要了解，因为咱来到这个世界，一切是用因缘生活的物件，拢讲因缘生活的物件。但是因缘生活的物件有来做啥？来处理这个事情。你过去精神，你平时什么因缘，你怎么了解？所以你会知影，所以来讲，什么有法安尼道什么三回家，就是要让你了解一切动体这空。迄个空比较重要，迄个空唔能空啊落去一个完全断灭空。迄些空是你来讲，一切法不可以执着，一切法不可以执着，因为因缘生发的物件，缘生即生，缘灭即灭，动体调。好，这因缘生发了，这灭了，就这物件。这灭了无这物件，剩这物件。但是这个当中，因为你了解偌济了后，这个对你有用，对你怎么？我想这是比如台风啊，是一个因缘所生发，台风或者因缘生发，咁有台风，这个台风是一个天气激起的一个气候所形成的一个台风呢。咁是安尼，伊本来无嘛，就是台风，本来是一个，伊本来是就是种，你有脾气，你有脾气，你若无代志，比一个较注意啊，你有脾气，比一个毛病较恐怖，你若有代志，比一个毛病，因是这个激起，是对你迄个气激起来，对不对？爱气激起了后，就问题安尼。迄个台风叫气候叫激起来，迄个台风，咱台东，我都无记个。讲台风对台东有这样子煞的讲真多，10日3夜，73所学校，进学会当3成，偌久啊？学会当3成了，7成要学会哦。证明你咱咧读册拢离迄个，因为你够少读册，外口你做到来去目标哦。咱会了解，迄个天气激起迄个气了后，本来是无激起了后，当中这个台风要扫去这边过来，气象台来讲，规日规时要到你这个所在，你内底的所有资料，你内底所有水沟啊，你内底所有所有物件要创好势，顾好势，无风台行过了后，你的市场目标，迄个叫你叫节省。感谢呢，你节省，这个台风行过了后，伊会散灭，延伸嘛，延灭嘛，延伸因缘所生起来的一个台风，甲延线的一个台风，起来甲线去，变成安对不对？起来甲线去，安变成安对不对？无嘛，这个含义当时我讲小小一未激起来，讲小小嘛，但是这个研究到过了后，这段叫走过了后，好来我先了解。你台湾这个土地，你若有防台之前的万全的准备，你给它防台过，老实在，你哪买，对你有唔变化。但是你若要重视这件代志，防台沿线过了后，行过了后，我对当行了演变了后，万物参与，其他不变。这意思你听无？咱今对咱的自信中是这个，伊就是如。但是你自信中内底当中，你面对着因缘所激起这气，
结这气就开死人哦。会放会迄个哪开死人哦。会哪会毁灭了伊整个的家庭哦，一个无小心，你整个家庭都破灭，对不对？安尼哦，这物件只有你原生来生来。本来的灵，你到尾啊，你毁灭了后，到尾嘛是较毁灭，较毁灭。但是你今日伫这个过程内底当中，你整个破坏性越来越大。你今日有修道，你有在修道的家庭，你遇到别人，你无的原料，无的因为生活了，你会当转，你会当转变，你会当改变，你会当想悟，对不对？你会当想悟，你无拄着这个原料后当中，你无今日你无修道了后，你拄着这个物件，你要看，你的破坏性，你一生对，你这个疗了后，你一生内底当中做不远。你不要看这个心灵之火，你能看这别的力量吗？所有事拢是因缘所生的这力量，你因迄个气结起了后，破坏你一切力量。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所以看好衍生演变的力量，这一切能计较，一切能够知道。所以他来讲，一切活动就是讲，靠不出现，延续到出现，衍生演变，它没有出现嘛？好。所以第一个方式，破题法也不可以用，所以实实在在，咱华主讲讲，这个叫做主相，这个叫做法，一切叫做法，按刚才我讲吼，一切叫做法，跟这个无关系，一切就是法跟无关系，所以哎，你脑心就一定问题啊。所以破题法不可取，实实在在，哦，叫你去花阿弥陀佛什么三菩提心。一年无有破题法，叫我去叫我们去花，那我们要花，为什么还要执着和众生呢？所以一切法爱理想，因为今日唔是叫你，唔是叫你忘去法，叫你忘去执，所以咱这个道教面上，道众生爱理一切对众生的这个执着上，对一切法不能去执着。下去摸这法法执，这样你那上修行是哦，这个当然会当菩萨修行不道，不为证明是无有法法，安尼就三菩提者在下面伊用的这段经文，这段叫做哪？叫做得意理想。哦，得意理想就是讲，因为当时人定佛这个释迦牟尼佛去得到人定国佛的受记，伊嘛袂使讲去互人定国佛的受记这个相，叫做得意理想。哦，所以我对市场来看，发表市场看，甚至得意嘛来看，嘛袂使一种。得意咱知影吼，拢受着。咱当时因为伊这个咱个时阵迄个释迦牟尼佛，迄阵当时伊受到第八个菩萨，迄个时阵当中呢，受着真正国的受记。这个人我是迄阵当中受记了后，实际上咱个日所受经书的迄个，迄个第几点的意思。但是你随得到迄个点，咱嘛要想，所以我一直咧对个思维，有阵时即句话会当对什么人讲，会当对什么人，袂使对什么人讲，这样来做。有阵时你讲即句话出来，你讲你即点嘛袂使接着，有阵时会讲点是嘛袂使对即点，你对即点。即盲点，无即盲点。其实这是一个，互咱而且讲，你第一点，你另外这一点，你生活情形爱当生活的。我问你，你这点会当生活的，含着好种生命的这个点我无了。基本上来讲，真可怕。所以今日这点袂使无点，这点袂使接点，这点要了解。所以师父的其中一个空间，师父的不由得如来言定不错，有法的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好，不了现身。如果各位说到伊不离
言言有所违法，你阿牛就三无地，不言如是如是。这段话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苏摩地有人就是当时佛甲苏摩地讲如来有言言有所，伊伫迄个时阵有得到阿弥陀三无地法律，伊有得到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法律，甲安尼讲，伊苏摩地讲不了现存。无啦，因为如果讲所说的依法解佛，了解佛的所有这个大义，佛的言言有所，违法的来做三无地，是什么原因？因为伊苏摩地已经解放地，伊嘛已经离经过经已经上过10分去啊，这些物件伊应该做清楚，所以伊甲佛陀回答讲。无有法的安得三无地，不言如是如是。这个佛啊，证实你是我的话，如是，这个如是如是就讲，你亦如是，我亦如是。就讲的话就是讲，你讲这话是因为我下流，我来意，叫做哪？叫做客气啦这个叫做客气。气，就是讲不能以甲伊以完全相像，客就是讲完全因为同一个意思，伊的意境同一个意思，是成为的意思。所以这道环境里面，这道经文啊，受比这个讲法写出来按照三无地这个既然无这个法按照三无地这个菩提法也是讲的那世尊伊在言言有所啦受佛以这个时阵菩提法这不是一个菩提法吗？你没有得菩提法，那要怎么受成佛机呢？这个物件这两个都来讲，你既然无有这个菩提法，无这个得安乐三无地这个法，那安尼你要去受的这个菩提法呢？假使这个菩提法是空的，那不是断灭吗？佛就是要来解决这个点，也就是不受这个功法。所以呢，咱来了解得比这个菩提法是无法可得的物件。这个受记为了这个受记这个为了给你们明白，所以我才问云何用这个问题。所以呢，因为咱拢了解当中，六祖已经有讲出来，自古有佛，为什么本体？事事妙有本心的物件。迄个本体甲本心的物件，迄种是一种无形，拢是一种无形，迄种是一种无形的物件。本体甲本心，这个本体是什么人咧修？是什么人咧修？是什么人无咧修？如果我讲本体嘛，甲本心嘛，这个体甲心拢是讲迄个意思。当然呢，所以叫做无形。这无形叫做哪？叫做修，叫做修。这个修要哪修？这个修要哪修？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今日因为佛咧传这个法律当中，他不是用一个东西来。要传递这个本体本心的法，伊毋是用这个物件互你。就简单讲起，当时这个经文经，迄阵佛就讲一无所住，以心以心。当时我做就用的这个话来做甲受记，受变一无所住，以心以心，伊用着经文经的第10一句话。人做不了事，所以咱讲，一切人都不离所行，对不对？这句话就是一无所住，一无所住，以心以心。一切万法不离自相。
这句是哪做法？这句是无做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安怎？因为当时无做当中，伊会去甲受的这句，受的这句，因为真正讲就是讲这个物件。你今日迄个意境无到迄个所在，你要来去受去搞。所以应无所住，这就是讲叫做空。而生其心就是讲叫做应，这叫做妙意。哦，因为那个有应无所住，无而生其心；有而生其心，无应无所住，这种叫做断灭。讲叫做断灭。你以为这句话断灭，这句话啦，这句话无用，这句话应无所住，无所住，无所住嘛，无所住嘛。你无生这个心，这个妙意这个心，你空无嘛？啊，你今日有心，无所住，你今日执变嘛？执灭掉嘛？执灭掉嘛？所以今日以这两句就是讲，咱伫经典所讲着空有，空袂使入去有，有袂使入去空，这个空叫做空性。空性内底当中袂使入去这个有这个妙意，所以一切万法，这叫做有，不离诸行叫做空。那伊对了，是对这个物件。这句按这句话是相同意思。这句话讲意思同意思，但是伊换着描述无相像，人伊意境着我同看法，一切万法对我拄则讲的，下底这叫一切万法，不离诸行的顶换这个物件。所以了解到何其诸行本主清净，本无是非，本不动摇，本主无教，人生万法，头前迄四叫做本法的，叫做灵，这个是无见。所以因咧传法，是咧传啊。传本心，要传本性。你今日受得到的，咱当时什么人？主公，伊受得到的，咱到尾受互你什么人感觉？主公安尼感叹，不是文章不可理，不是言行一点点不可理，因为伊无法度受嘛。哦，所以伊感觉对嘛？所以咧，在当中，历史当中内底讲，不由得。这个就是传法，哦，变成这个观念。若你不说，因为我哋安尼就什么给不了，写出。所以我哋讲，因为哦，深解意趣啊，哦，以懂得理想道，以书本的一定了解理想道，所以人家讲非常多，不了写出。因为如来有啲安尼就什么给。不了事情，啊那安尼当中，如来伊无一个菩提法可得，啊那安尼如来伊是，你了解如来是对人有对的性命啊。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伊既然如来甲人民佛，因两个意境都相像的奥性命好的，咱讲听有意思，因两个意境都相像到有哪问题？就刚才讲迄六组，我们对谁我对谁讲起的，讲起迄个讲去对一个所在啊，倒来讲伊这个讲我不听讲啊，我们心里我袂个尴尬啦。伊讲爱去这个啊，伊讲我若无去，我若知我心无得我若无去，我也想知啥物我无欠来哪吼。我那60分好像真心话。意思是说，今天你本来是具足那个东西，你们去给他玩，所以说，伊来讲，因为已经就着这个物件了后，你一如是，我一如是，啊，你如是甲有你含我相相，我在对着他，拢总比较啊，都是具足，啊，你要看看拢总具足啊，比较啊。你要看他，虽然心里的部分是见不得，那见不得已经受到了，所以这当中，咱好接着讲，出来讲啊，有着有外面的，不依不相依相，出发相识，是依化问题。就是讲有外面这个面的就是讲什么呀？明白的特色，
这个明确就是讲，咱大家知道在明确，在明确，有怀就是这个明确，就是讲你自己的智慧。伊今日毋是用声色的物件，伊不以声以色，就以色变化，就以音声变化，是人音声的这物件，音无经20分就意思嘛。所以声色，我哋音无经20分来俾所讲出来。所以讲以声色化人外，所以咱来讲，用意识变化，就以音声变化，是人音声的这物件。不得以音无经20分来表现出来。所以声色化人，你用的这个物件，咱我早就讲，拢总是一个语言相关的物件。这种物件是文言载歌，迄个毋是歌。言语道断心行处面，言语道断心行处面。明明这是关键的事，也就是讲，佛陀咧讲的这个话题句，你无办法用以声色来替代，声色只是文字的传达，实质伊无实质的本性在内底。声色你发现无啦？如果你的声色要互众生来到净化，不可能。所以声色是一种的言声，是一种的言气的物件，伊无出现。所以声色也是一种开发工具，这是一个工具。但如果我们无去起了这个幻想，只是停留在文字的声色，你永远无办法解决到迄个深处了是跟一如毛，一如人，上天之才有生活。结果是控制咧，控制咧比如这种真实的梦啦这种用眼睛来目睭来看，只有看得到是一种真实的物件。如果以佛教来讲，叫做妙语，在佛家来讲属于妙语虽然伊是一种真实，毛有有论，伊也是一种真有规矩，但是这种就是一种真自然也是上真，一样如左行时也无声无息。虽然讲伊是一种真实的物件，互你无坏的物件，伊嘛是一种教育有意的。咱今日这个题，咱今日坐啥？咱一直时间一直过，是啥物人要甲拍这个题目拍毛纸？是啥物人用什么动机用这个题目纸？今日就是道，但是道理经来讲，道理唔解，修行不带，可以的嘛无。我不是记名，伊道道理，这个来讲，道理唔解，这个题目独立而不改，做成不大，伊做成一直运作，它不改，伊不大不懈怠，可以填嘛无？可以填嘛无去。咱今日有一个独立而不改，做成而不大。独立而不改就是讲你出现，做成而不殆，就是从你生出来了后，又来你还有。伊若像你结婚，你连伊想袂交，有一个所以袂交做成，他就世代伊拢行，伊就害羞。所以今日有一个天下无灵来，叫做做成。我不记名中央法道，所以如我各位所说明。人民佛所无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迄种是一个文字的表达。我即摆就是，伊即摆得清，你就是经独立而不改，做成而不殆，独立而不改，讲做成而不殆。对独立而不改就是如如不动，对做成而不殆就是30秒，你家己所有的活化的细胞。从你生出到这当中，你的细胞就是一直在运作，一直在运作，一直在运作。我惊挂好我在去做他们，因为你甲动袂来，一定挂好一天一天，无一天咱他们就上来，做成我看伊讲较慢，伊无可能，笑死你来看。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如我该所说的，佛以言明佛所，无有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物件是这种名词，这个物件是独立而不改，做成而不殆的这种物件，在咱们了解到，你知道别个物件，
所以那个无法可定，没有一个法，你本来就去除这个名呀，你去对这个名呀，那个讲为什么？你本来就是去除这个东西，原来决定是按照按不这个名，足奇怪，咱地不认，咱找不认，咱过去话讲咱找来，是不是呢？咱有区别着明明角色，咱先做上先，咱先找本来。你本来就本来，你咧找本来，什么物件？因为你已经叫别人。咱唔是要出，咱唔是要甲找倒来，咱是要甲服务倒来。所以我想讲一句，咱的出现是无歹去的物件，无歹去的物件，然后歹去，可能要重新重来处理。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今晚到这所在时间已经超过5天了所以咱老师讲已经无经历，后壁咱如果有标着咱学中这个相当于这个因素来套路，来克服了咱不能讲英文伊内底相关的问题，他们把它做起来，那个贡献胜举，伊说，如果被说你不留认定，不说是不对的。是无法定安尼个怎么上班的？他个实在伊无有一个关键我所定。但是问题，我家己本来就负责这个物件，我是要安怎去得到这个物件？得到这个物件，我无我去得到这个物件，哪能得？你既然具备了正面正觉，你何必要去得到这种物件？安尼讲听我意思，是因为当时因为。人民本因为为着要互咱释迦佛如来证道了后，伊是甲证道，伊毋是伊物件好，伊毋是伊物件好得，这点咱一定要了解。伊毋是物件好得了，是因为伊已经开悟者。你所以你来做哪去？你看偌济个先觉者来到位来做会了。你想那个白浪禅师在搞艺术节，什么叫艺术节？多少年去搞掉，毋是多少年去搞掉，伊当下就搞掉啊！伊毋是多少年去搞掉，伊近代的靠地当中，他们做几件事，你艺术可以去做，对不对？是面后证道，毋是讲伊今日去来遐来得什么物件，当然出来是这意思。所以呢，一定来了解，咱今日修道。咱毋是要去外口得到一个什么物件，毋是咧，因为你本来就负责啥物，你何必要去外口摕一个物件来？你若去外口摕一个物件来，你嘛，就是代表你有欠一个物件，所以咱拢做无起来，咱拢做无起来，咱是欠一个物件，咱叫维系的这个，这点咱一定要了解在这当中呢，有这个30分的时间啦但是讲咱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是某位新人有这个好的一个意见或者看法，咱大家共鸣一下好，开始新人先来。我等四项里面它会有3层。对，我等四项它会有3层，就是果执、法执、空执嘛。这个就是一个层次嘛。对。因为伊无法感受就是讲，当然咱今日学家讲，我执、法执、甲空执，拢有法度人讲真的说。法当因水而灌非法律的意见当然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咱没法转4层是我们要用的功嘛。因为咱毕竟咱是中心跟背心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要因缘经过嘛。所以咱就是要学这法。无法本无法啦，但是来依
阴心嘛。嗯。所以呢，一点来讲这个话，咱搞不多人去测度说我今天的心念，我的念头是正确与否。如果去善分别说，你今天的方向目标要往哪里走？这是后学这个《金刚经》以后，经过别人阐述解说慈悲以后，咱一种的感受，就是讲，为什么一定爱来听这《金刚经》？这经典就是叫咱我都真正做咱的信心有地位，咱家练的咱的目标嘛。这是后学的感受啦，感谢。是啦，因为基本上来讲起来咱就无变，咱就免强调，是咱有变咱强调，是安怎咱爱学法，是因为咱遮有无明咱爱学法。你今日若无明，咱讲修不用修，来呢？不要不要搁太着修，慢慢修。你怎么不了就太着修，太着警察，这打不过来就太着警察，咱明显就是咱有无明。咱的众生有分这一个战术，所以分他两件法。这法拢是上宽法，应众生的机来实践法。当然实践法就是咱不自己这法，因为有分的属性为神妙。是安怎这物件？你是不是都无明？众生都变创咱食了，都变爱食了。今日咱当少条骨讲，所骨咱来讲，我就说法，就用四在，我想我不说就用四在来想，但是伊嘛作用众生，因为我为什么法已经我这两天好了，你已经明了清楚，我今日的反正反个修这个，所以伊这个呢，伊这个金刚经下边17分，咱行这个功夫，伊就开始啊，伊就破相入理破相入，就是互你象征化了要入，要你入理，互你实实在在，互你真正，互你有以后的物件。所以今日的当中，就讲到这个物件，因为伊甲你讲，你随这个菩萨，你我的思想，你得光做清楚了。每个都是众生，如无一相心可变化。大家就是咧讲咧，所谓叫菩萨，我上理上清净是要上，这个是菩萨。这真个就是咧讲就一直是真一直高就是一直慢慢明理这个。咱今日这个意境就是咱真正一贯个地处内底相爱需要。因为咱一贯个就是讲三不心法，心法这个心法，这个金刚经是叫做什么名？金刚法界合人经，这是讲心法，讲心法。心法若无画像，我能给你，没有画像没有帮助。所以你今日这本物件，就是一直三层的理。第一，我能思想要讲；第二，我能思想要讲。这我能思想讲呢，这是2层，应该第3层。这个第3层，何以故？那个欲出非法相，这个不得是了防止这非法相，是防止你莫定思想，法定思想，都生一个2空之空，意是要防止这个物件。因为众生唔知影讲，你执2空，我无搁执2空之空，第3空造出来。因为这个物件，我的世界空，我的世界空，你已经进入到什么？到一个无我，无我处，无我是无我执，这个他发现好看。无一个我的执法，无一个法执，无一个法执法，一定会靠这个。你这个物件发表何来的？有法想，所以讲法想印象，何况不法？这2种不公平，你个现在按这个这条别这个上，何况不要立马给他来去掉，这是这里。好，最后一个跟着来。
如来所见到佛的，即位见到佛的是名见到佛的。后边就讲华严过去，迄阵啊，苏摩天我是华严出来真正后边有人讲，我上无正常，无正常是按人呢，你讲高人家不想，我是没人讲，对不对？你现在我讲的因为这佛规这讲啊，有高，这个呢，我是从天堂起起来。作家员，演个好新闻，心情好来看，讲情好办嘛，他这样子，结果这个东西，其实结果你就是结果都是用法，千年嘛，后边这个这样讲，这个第二都爱话这个，第二都爱话这个，那我第二都结果都让他地方宇宙嘛，咱是直接传，咱咧是直接传经无错，咱无用这个为了传经无错。所以这个伊佛用很多喺用这啲修入多，这修方式上，其实係講用很多嘅修入嘅內容。這個用智慧跟專業這唔同，這唔同。這唔多就點啊？這樣他做他，因為你今天你用智慧來修經就對啦，今天你修嘅嘢。因我定是有位，然后，咱前面，咱这个讲，有多条话是为分，我就受不了。你这边呢，这叫你做什么？你就是家己保护自己，保护的心情，也能够你自己一点没有法接受，但是又不法。这里不法的，我知道要不法，但是跟你修习的这些是。你要接受，要变成物。你给后，你先给当你化开变成。所以人就不容易，一切这个感觉啊，因为我自己人不容易，这个讲我是讲三观论，所以空观、假观到中观、三观论讲，一个这些物件是讲这个空观论、假观论、加中观论，这个物件论的方面，伊就讲。这佛体也经验，跟讲经验，教法经，后边那呢教过呀，无法理解，无限法经，教无法理解，按这个经验法我们看，那天地到经验到天空来这当中，我们是看出来的，是不？我这里看不来的，显得我今天当我给他今天的地图都进来，这地图是。难光是我会看啊，我好到很大。那你到有地位，这些修这大门嘛，现在呢，你看那是也不是啦，那是修不起睡觉，那你就不睡觉的。今天那个修不睡觉，真不修哈，那我老不大脾气大，大法师叫大，闲了不说，现在的清净之地。清净，它这个点，应该是讲的。这个问题能够不很大，是因为那是讲的，我第一场还有这些，当然第一场第五天到我们对，所以你前几场这种我发的呢，或者呢我讲，他包的东西现在其实一到路出来的路，就是我主观清楚，这个我有这里方面。这个地方你这个真的是讲不可以嘛？还说我这个重点呢，重点是你聊到的，重点是你聊了OK，所以呢，其实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因听不你听，但是咱在应用里面来应用，大部分这个回去我看这些弄起来的东西咱讲说。这个这个小风一个然后他们家里这个高位打算所以呢，你看企业，或者讲说那个情况现在的情况都做点定调，那实际上这个我正不存在的，那种经济方面这方面就有到我们这方面他们。
哦，这全部可能讲，因为人已经已经有价值，咱已经经验过啊，咱两个厝的上班是爱问下班唔当时吼，咱已经下班人讲话，所以咱一定大家，大家用这个讲法就是咱平常听咱我们这说的了这个另外咱这个变成电脑问任何钱我老婆的这样子，20块钱弄出来他们，一整部120块出来，那是很大一点。6多这1.2块，20块比大概2点，呢，2点多就这样子，我这样子基本会考这样子。所以很多那大概就这样子好，谢谢各位。这种东西的全道功，一般像一些美学上可以全道对功，感谢我们的功到功，三功，感谢我们的功，一样，像这样的形式就以全道一功。3功，一个人功，受下50功，分到1功，2功，3功，一个人功，受下50功。好，谢谢。弄得播放最后一个，阿几人在晚上，大家都走在那边。阿青，你来，阿青。先来，先来，你先来。每次都是我。都是你才好。有心得哦。其实决定的话也是很清楚的然后选只是这样听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讲化学写的他下来是讲。其实今日讲目的事项法等事项这一切，咱学写讲，是嘛是讲，咱我等事项是讲嘛是讲咱要当下当体即空嘛，对吧然后其实就是说一切的因缘所生嘛，咱才讲其实都是缘起缘灭嘛。那法等事项其实也是要叫我们戒相入理。因为典理老公用真理来让我们能够戒慎嘛，戒律自己嘛，所以呢，今天嘛是到最后要回归到心性本体嘛。其实不晓得那个空等事项是不是也像六祖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的尘埃？咱本来就无该有诶无是咱拢家己去找来这一切。那么所以说我们是要善用我们本来的心怎样讲咱是具足的。因为他就讲，咱跟古佛在告诉释迦牟尼，其实咱嘛是甲神父同款，仙佛有的我们也有，所以我们咱都爱肯定咱家己就讲，咱就是佛，咱来坚持讲，咱今仔日就是迷昧嘛，自信迷昧，所以咱坏了这一切，所以咱因为坏了这一切，咱所要受，就是爱搁爱受着这因缘的一切来接受着这一切。因缘嘛所以咱就是讲要怎么样在这一切就讲要修理嘛所以爱个修理甲回归于本来咱知影讲其实咱不是无，咱是放弃那么而且咱今仔知影讲咱来到这的因缘，咱今仔日爱知影讲这一切拢是安怎，拢是要借我们借用借一切的因缘，咱今仔嘛是要回归到我们本来的清净本体。其实大概后学是觉得，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我们不执着，执着这一切，
你着这一切的外境也好，就是讲咱良经对这一切，咱就是爱知影讲，这就是功夫，要互咱会当讲借一切来修我们回归我们缺乏咱欠乏的迄个本体，就是讲咱本来无歹，就是讲咱只有叫被失去，所以咱要安怎回归到原来的那一个本来，安尼。大概后学现在还在消化中嘛吼，后学就大概讲到这里这样，好，谢谢大家。对着你有讲出来讲，咱就讲，咱就讲。咱无拍去啊。你有看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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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失了，对，要回归。这些人我们啊，这个讲一下清楚。我等事项啊，跟华等事项啊，这个我等事项呢，就是我想摸清啦吼，摸清你听有，到发清啦，这应该是咱常咧讲的这两句啦，这话是到。啊，你执着你就有，因为你是咱的执，你会执，你执了有一个对方啦，有一个对方啦，哦，但是咱常咧，你想咱常咧相处，拢叫人有啊，我人都是一样，咱常咧相处拢人，像咱相处有遮济问题，有遮济问题，这是为是咱因为有一个重心上，咱人甲我甲人了后。两种的碰撞对人有一个重心上，你若对我好，嘛是事情造出来。啊，你事情来讲，迄个重心，迄个妄想心，我会做欢喜，你对我好，你对我歹，我会做受，对我歹。啊，但是好到歹我会接，好到歹我会接你听。啊，像对我做好，我嘛接；啊，像对我做，啊，像对我做好，我嘛接；啊，像对我做歹，你拢接。迄其中自信中的地方那么清澈，咱特别有碰撞。但是要安怎迎接迄种共用人之间碰撞的地方中，要安怎碰撞到无问题，没有我们实相，还讲条意思。所以因为这我相人相碰撞，就是心甲一个境碰撞出来后，一个重心甲有实相，安尼，重心就是妄想，分别妄想，受得的执着，安尼你执着。迄叫做疾病啊，所以咱会花作者痛苦，就是咱的疾。咱做的工作是咱的疾，咱放袂下、看袂开是咱的疾。哦，啊，因为法定事项的，我这是叫做我的事项，重视我的事项，一定是外向的物件。法就是讲法有两种类型，一种讲一切法。咱讲的法，一种叫做成法。咱的心执相，这嘛是法同思想，安尼敢听？啊，所以因为这个执法执，咱去今日，咱听法叫多万年法，是，这事情可法。这个法，咱伫一切法的内底当中，咱是执了。到到因为法，这是因为生活的物件，这毋是因为你自性中。伊本身附着的物件，伊拢是原性。就我拄则讲，拢是因为一个物件，啊，伊一个物件拢是原性因迄个物件，较无实际。毋过咱讲你这个生分别执着，因为你了解应用了后，你得到了后，你就爱方法，伊毋是你去唔去了了，因为执着是一个物件。但是只是讲，因为你会当讲我的思想、法的思想，你这个即使我法，我拢喜欢看。我不执着，哎条路，这两种一定形成一条空。但是你倒转来，你就是一个空的事项，这两空是空，咱听有意思。空，你就是一个空，就一个事项出来哦。咱听，我也空啊，这也空啊。咱听，我也空啊，这个空，佫生是第三空的空。因为你放灯就好啊，你何必这两种有功用的物件？法上印下，何况无共用物件，更加爱想。你啥意思？这个更加爱，这个因这个毋是直接直接共用，因咱这个法甲我的事项碰撞的物件，甲咱道理的物件、形成的物件，这个物件直接对你修行有帮助的东西。空的物件是离这两种的空，佮生出来第三空。啊，这两种分别离好了啊，离开快就离这执着就生变出来。按啥意思无？所以
金毛经伊尾有感觉出来，说我等内定必修，地魔说法，如法如教，内定必修，不敢讲内定必修，地魔你个快讲法，如法如教，如这条牌啊，如法如教，地魔如法律则，如法如教吼，这个牌啊，比如发生印象。你今日未处理到片啊，这条法度往常你咱人必须环境，啊，何况违法，何况讲毋是有公用的，直接来放下，何况无公用的，你要来禁这个从哪？伊这个是讲安尼，咱听有说袂？好，安尼啦吼，来，讲啥物啦？顺便，你啦。来，现在你来分享点。给同事好，各位领队、各位护领队、各位组长、各位前选，大家晚安。因为咱上这个17分哦，那个9件5分哦，这成个流程起来，咱咱听这个法律，感觉有时是大肠法的那种意见。你9件5哦，这个意见属性，对应到咱电脑书都在做前车，咱来做意啦。我拄着唔知影，然咱本身拄着哦，咱会起迄个惯性。惯性哦，应该是咱，有诶是讲历史哦，有进来过来，所以呢，听着看着，甲感觉哦，这三项有动力，爱起切分，爱起苦，有诶是时间较短，会马上要时间，我咱想咱是假啊，无需要想伊，无需要愤怒啊，无需要你起来亚心，当然互学吼，迄个听咱这段吼。事实，我是无迄个能力，咱嘛无迄个想起来，讲做啥物该义啊，是听咱电脑书咧讲的这个，得安了得3到3头连天去接不依我性，这是种用接的，即讲我得到啥物功夫，我会晓啥物货，我有啥物能力啊，意见咧分析讲，或者是我的，还是我的。伊讲，迄个概念吼，无这个物件啊，即个咱要开无这个你有你开无事无所给的意见，当然我会听咱即个意见的清晰，老师应用即段文的，即个较无明白，是历史要较爱改着迄个3秒，3秒3步题，即一句一句。是讲无相正经这个，这个讲过带过，好像那么简单吗？内容是这个无量，无生无量，无生这个气氛，这无生这物件3秒的这个意境，咱按了多，按了多是意境，咱已经到迄个时机，有到下不生的无量是吗？无遐无量嘛，无执着嘛，无迄个。会使讲这个5级的意见，这个我感觉这一句含义是改到感觉较白话互咱学习的人因为初学我相信讲这需要听讲，到底这句话语是可能是写印度的这种的意见啊，咱中国咱读册，大家慢慢读过这句话什么意思，老师慢慢讲过，不然咱这个可能。有这个经验有诶拢会讲无相正经正甲煞者是要咱无相正经正甲是要做起啊，我是当伊讲这是伫咱即个起心动的，伫咱即个包容忍辱，这文字会解释诚紧，毋过咱个人咱讲咱个人也无一个发心较烦啊，你第一步甲你写是烦所以咱第一步迄句话啦，无去做的，后壁这应该拢假啦，拢假讲的，嘛假听的，因为咱本身就无想要烦
看你的心讲，咱愿意来接受，免咱来遵照着开模者伊咧甲咱指示，甲咱牵引的，甲咱改变咱做。哦，这是我会暗听这段话，我感听朋友注意是讲需要讲或者咱大家同时话边亲切观点拢有啦，啊，对这个简文啊，吼，大家咧听较详细。哦，以上啊，咱们。啊，有人从昨天哈，这个是昨天哈，上昨天说咱好，昨天说你这写一道班课，写一道班课，啊，你过去拢就是迄个三文法师吼，就讲是伊这地格做法，啊，伊今日有某部分啊，这个叫做哪？生地格使法啦吼。做吼，啊，手艺也会使翻啦，做某部分。啊，其实这段话，那是袂使翻的一段话啦。啊，这话咱若咧学做咱中国话啦吼，这段话叫做当然，这个叫做咱知影叫做无相，无相吼，啊，这个叫做经典吼，啊，这个叫做正确吼，这个叫正确。这段话叫做无上正解啦吼，伊这段话，人要甲讲起来，是因为咱每一个人有困觉。这段话，每人啊吼，每人去除吼，去除每一个人这个人，这个每一个人啊，是安怎伊叫你爱发？OK， 是心啦，不心啦。安尼就什么是心啦吼，因为你若无发，因为你有付出这物件，是安怎叫咱这个经济有付出这物件，这个经济若无发起啦吼，伊若无发，即使这个经济当中啦吼，叫死，简单讲来不大，所以伊那讲是不得每个阿拉叫做交友拜众，当年来见，生不知。生不出菩提果，你有区别啊？无上正见是讲，你这是付出的，每一个人只能付出这物件，是较较有啦哦，较有啦，毋是讲今日这无上正见这个偌好起来，来讲听。啊，这个无上这个正觉，这个都甲分做啊，这个正觉，哦，三菩提叫做正觉，啊，这个叫做正觉。正觉人伊甲分做这三个赞数，这叫阿罗汉所称。阿罗汉，啊是安怎阿罗汉？因为阿罗汉伊是自觉，伊无去觉啊，所以伊得着正觉嘛。哦，伊无偏觉嘛，若偏哩，伊袂定进了属性。所以阿罗汉内底当中有脾气内底，这个是邪心。但是因为这个三菩提，这个三藐，哦，这段哦叫做正定，这个叫做阿罗汉，这个正定，这个叫菩萨所成，菩萨，这段叫做菩萨，这个叫做阿罗汉心啦，这个叫做菩萨心啦。因为阿罗汉，因为菩萨本身有得着正觉以后，到咱得着正定啦，安尼敢听？所以叫做菩提，叫做菩提啦吼，菩提，再来呢，十道吼，十道吼，菩提萨埵吼。所以咱若是心经有念着菩提萨埵无？啊，菩提萨埵，因为用着这五个来讲起来，叫做菩萨，叫菩提萨埵。啊，菩提。因为菩提叫做觉，咱中国叫做觉，我就讲讲，啊，萨婆叫做有情，有情的众生，就是讲你这个菩提，你这上觉，到下菩有情，你这上用这个上道佛法到不来，上求佛道，你菩萨，你上求佛道上求佛道佛道以下化下化有情啦
哦，所以这句话咱来讲叫做觉有情，哦，叫做觉有情，叫做菩萨。菩萨的本质就是具备了正定，因是安怎正定？因为今日你甲众生袂使无明定，所以有当经文叫有23分带讲一句是法平定无有过下，正名阿弥陀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一切成道。哦，你看，是法平定无有过下，你这个平定无有过下，你才能得到真有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啊，这个自觉，这无觉他，所以伊阿罗汉叫做小乘，小乘阿罗汉，这叫小乘阿罗汉。哦，哦，啊，这个叫做大乘佛，大乘菩萨，哦，大圣，哦，大乘佛，伊菩萨了后，就进入地啊嘛，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所以见地菩萨，吼，这叫做菩萨。但是因为伊叫做阿罗汉，小乘叫做自觉，伊叫做自觉，无去觉他，无去觉他，所以自觉觉他，自觉无去觉他，伊就叫做小乘啦。自觉觉他，伊爱平定啦。伊到我伊18罗汉中一路叫阿罗汉，人罗汉卡啦，18罗汉中一个佛陀尔啦。啊，每一个菩萨拢有一个佛陀，就是伊有家己的众生，就是伊家己有家己的囝，哦，伊有度一个众生，所以因为阿罗汉伊的法度无破，伊的程度无完，就是因为伊无去度化众生的关系。啊，所以你去病为主，咱是安怎度化众生度这辛苦？因为今日咱就是咧讲这个菩萨的老师，所以咱自觉爱觉他。自觉他，安尼叫做菩萨。但是咱是安怎落菩萨，咱有来到佛，伊自觉觉他，伊这叫做菩萨，但是伊的自觉觉他，觉性无圆满，无还没有圆满嘛。所以自觉觉他觉性无圆满，伊就到这里。啊，那自觉他，自觉他。啊，觉性，圆满。哦，这圆满，到这无相来，这叫做圆满。自觉他觉性无圆满叫做佛。哦，这分较由来，就是因为伫安尼，所以阿罗汉叫做三菩提，就是一而已的。叫做自觉，嘛叫做正觉。三藐叫做菩萨，菩萨，因为菩萨的境界，伊爱定正定，伊正觉爱定正定，爱平定，甲众生平定，你袂使甲众生有分歧，所以你甲众生爱定平定，众生是无法众生。啊，自觉觉他，因为觉性无完明，伊当无这个菩萨，因为已经觉他觉，自觉觉他觉性完明。所以这个伊的意境叫自觉他觉性，圆满叫做佛，这是以经古来。但是咱以这句话来讲起，咱若甲分一个较笼统的就是讲，这句话我时我爱用就是讲哪呢？用是较大体话来加分析。自觉觉他觉性圆明，来甲做一个总符合。叫做清净，因为伊清净发生的负面，这句话就拢从负面来底啊。你清净，好基础呢，本自清净嘛，本自苦障嘛，本无心变嘛，本自哪动摇嘛，而且过程生出万法嘛，所以讲叫做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因为佛。当时伊经文经，甚至于是今日伊用这句话，就是讲分的这个话，这句话有正觉、正定、无相。哦，因为这有分到这有分到这个三乘的迄个意境里面来底。啊，所以咱今日分到小乘、中乘、
不做大乘中性。那伊中性、小乘、中性，伊无了出来是家己啊，脾气不良变，脾气不良变，所以脾气有个严格，叫做严格菩萨，所以伊应该了较中性、小乘、中性，所以咱咧叫做属性体，属性体，四圣谛。属性体就是讲四种性命的地位，叫做真谛，这个谛叫做真心，叫做无虚，这个谛叫做真实无虚的意思。所以讲，因为这个属性体叫做真心无虚，你唔免在轮回啊，他不要再轮回，他一定要证到这种这个无虚。啊，伊这个不用就是讲，你今日去烧菩提，你跟实现的阿罗汉，你要承认在，因为咱想一直为了现在热爱修学分，像咱进大学在修学分，修学位啦，修学位啦，修学分，因咱讲呢，你就有在成班来到这里上，因咱三级开普陀天的降世，你就爱到这个所在八方众啊，你看落是该讲，你要爬起来，已经足紧，但是你伫迄个所在咧修，不要简单，因为属性体伊是安怎呢？伊叫做变异生死，伊变异生死，伊每个轮回叫做变异生死，但是因为咱了解这个世界叫做混乱生死，混乱生死啊。这个混乱生死，就倒入了混乱生死嘛。但是伊免落来，伊有这个把心嘛，阿罗汉去就无这把心，就是心理嘛，伊就变异生死，以心理的变异嘛。但是因为伊心理上伊无有这个把体，你讲要是修炼，比如你离小圣，你刚证到我的思想已经空啦，你今日都去，比如说圆觉菩萨啦。还是要去证到正式菩萨啊，迄个久啊，若毋是落来伫这个世间，真正真修实的，要去出困难，所以咱今日落来，会当接受心，嘛会当甘愿，要到遮受苦，受众生的折磨，受着足这轮回，其实这嘛是小的力量，这个互咱等于去超过的。咱应该唔过来这世间痛苦，但是你伫迄个所在，你马上比如你今日读专科，你是安怎爱要去读？因为其实去读册嘛足艰苦的，但是我无去读，我无去去注册去读，我要去大学，甚至我要设置要考试困难。这是做这些事情按照现在我，对吧？因为包括毗湿佛，伊一个圆觉，一个罗汉，一个迄个毗湿佛，一个菩萨，一个佛，这有叫做四性体，四种性体。但是圆觉菩萨，咱论小乘，圆觉菩萨伊有分做哪呢？阿罗汉，毗湿佛。第7分，菩萨，这两种较上小乘、小乘，这上大乘，这应该是最小乘了最上乘了应该是安尼该说了。但是这个会使讲人依咱这个分析，会使讲中心是因为咱一直在强调我这是应该的，以前修数，这个修数体法嘛，普及灭道嘛，这个圆觉菩萨修12因缘法嘛，这个修理6不完全法嘛，以前修起来的所以这两三是叫四圣道、四圣谛四种性德嘛，4种性命的真谛嘛，真实无虚的慧水嘛，
这是个贡献的啊，这是官，都有啥物人意见？另外有意见咯，哦。我感觉那个，我们内面那是改变这个文艺语言的这个发展。这是艺术的可能初学的概念吼，先来下功夫。是。过来咱是去解说讲，这个观众较济。我感觉讲，这个观众较济功夫，但是咱从来谈的是深入到这个情况。如果谈到那个所谓的实相对象的波动，好像那是个人的印证嘛。或许他们这个观众或如何跟语言文字来联盟连接，有可能我刚刚，那你语言跟文字在前面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坚远。可是，在今天谈到我发现到好多的前贤们修行还不好，为什么他们碰到不喜欢的、他不舒服的、他不想要的，他就好像归为原来他的原状，是不是少了这个阶段观众的波动这个功夫啊？挖掘什么？其实啊所以实相这有分这3个阶段第一段叫做无智波人无智观照实相温智就是包括语言，包括咱这个读的题目叫包语言。进入观照这当中就是你自己的功夫也不是说你这个观照是讲家己多一多想多的关键心里面，当时那个什么人，那个成功大师啦迄阵当中唔是啦，成功上师啦，成功做师啦，伊迄阵咧问迄个问迄个达摩啦，讲师啊，你有啥物方法甲安住我迄个心我迄个心安住袂好势，你有法度安住迄个心所以成功上迄个达摩做师讲。你去找你安袂出你的心，找来我甲你安住，安尼啦。所以迄个成功，因为伊上下内在四方，家己去找，我找无一个安住，无找无一个安住的心来安住啦。但我大师讲，我已经甲你安住，我已经甲你安住好。因为你今仔日，咱要安住，就是你家己心去梦想大。其实咱若有梦想心，好来安住。并无是说，并无是项目医生嘛。所以问题就是咱一直梦想不断嘛。咱无法度真正，所以我今日一个问题，我听着我就是请你听着这个音声嘛，音声是咱国家文字嘛。这音声文字了后，你起无名嘛，你起着你起着同样嘛，所以心要安安。所以你今日来讲，迄个以佛的三法了来讲，这个闻、思、修、讲，这4部分。闻，听闻，你今日听就快；思，就像你讲的观照的意思，内观其心，外观其心，怎么观？你要想这个观好像就想，你要怎么去想？你家己本着见的时阵，你要去咱想心的转的方法生命无限的嘛，你要把转缘起性空嘛，缘起无我嘛。但是因为不得你根本跟着来讲，来讲，来讲，应用用应用必为能救来讲。在汉文理解上，妄想之中，这种地位嘛。因为咱这个问题拢就是拄着严谨了后，咱控制袂好势，咱无地位，咱用地性嘛，咱用地性嘛，色
对不满嘛，识的唔甘愿嘛。哦，啊，你若拄着经了后，你用智慧，用慧，哦，这个慧来做你的主体，所以等于关键看开嘛，看开换一个叫关键，看开换一个叫做哪？因为看开就无事嘛。啊，你现在看开，就是因为咱修的袂定的感悟啊，做着经了后，咱的心就开始在走嘛。啊，所以这个书的内底当中，文书，这个书就是讲的内在，你家己内省嘛，内省嘛。孔圣人讲，伊三性换心嘛，伊若会不定吼，伊因可能不信化，可能不信化，内省嘛。啊，因为这个工本教，因为当然咱这社会的种，他用做成的方式嘛，借想嘛，讲借完要管闹嘛。啊，所以因为借想，这个是一种方法，这个是一种方法。咱不是讲这个唔是方法，但是这种的方法能引导，这高标干啥？以前空中会嘛，哦，啊水中影，高标安尼足幻想的，以前安尼嘛，啊当然你若咱讲今日去借想，你若迄个功夫去，净化你家己的心。因为这是一种助力嘛，这嘛是一种重要。咱袂使讲否定说不是嘛，但是我来讲，这是一种你困袂去，啊用一种安眠药去食，助你安眠。但是总是因为你某仔在乎是安眠药，是安怎讲？因为咱人做人款，离心想象，离自相接，相相如如。哦。你要做行业，你后边你的身份就是好。哦，啊，所以你今日修伊咧今日修大乘法，当然大乘法内底当中，因为伊就是叫你明心，要叫你见性。但是明心见性，他一定要从文思修正过来。你安怎讲？你若我直接来到这修正，这个行啊，就是恁拄则讲的。哦，你实行是会用嘛？啊，实地嘛，这都是一个步骤来嘛。但是因为咱今日若唔免咱今日有迄个功夫，像合作，伊根本就含咱里头一个挂，唔免嘛。咱已经迄个意见嘛，但是咱众生有众生不同的意见嘛，比如咱今日坐遮来，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吼？啊，所以呢，但需要的关照，也不是叫你死板板的，叫你一定在那边做到关到一心不乱。有点像关到最后，会找自己的麻烦，这里想不了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敢讲，这是一种的方法，你会敢讲这是一种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做小说，发现啊。应该来说嘛，有啲人讲到排长，排长禅师啊，我做上书就是一个一个死人嘞，对不对？排长禅师来叫我是球嘛，我是要创啊，我这个做平，我这个做平，你多一个身份呢？那排长禅师讲，一只牛车拖，一只牛拖叫牛车，牛车袂平是讲牛车讲，老话也想。迄个马祖上书的画马祖上就是，牛车唔定是在讲牛的，牛车。你考虑不是还在讲，还在叫你修，那是修这心，还是练这心，还是多一个一心不同这心。免那，所动好讲一句，行为禅，坐为禅，以莫动见皆安的。唔是讲你今日你就做一心不动。意心不动，但是倾向于关于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处理的方法。所以这是在经典佛经里头曾经有这么的一个提示。当然，你的心，心真的非常动静不安，有需要，我们也不是说绝对不对。按你刚讲意思，咱袂使讲因为经典的有这个物件。这个禅
这个翔是什么意思？你知无？这个翔的印度的叫做翔，这个印度的，你咱中国叫做翔，中国叫做翔。你要安怎可以写得定？干不？啊，你的心对不对啦？你要对不对？比如咱国家讲话，咱是安怎讲？就是你可能你心里想讲嘛，啊，你想说些，啊，你今日去食啊，你可能啊是麻醉你的神经嘛，互你好嘛。啊，你讲爱可能好哦，唔好，但是困入去，规日我在心里做好了，你讲唔好，哦，伊嘛是好，但是到尾啊，你一定要回归到不可以用安眠药。你若muốn用安眠药，你若建议，你若困入去安惨，你若拢一直在接想，你来做就安惨，伊叫什么？哦，用相要破相。用场要破场，才能见到真正的如如之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所以你这个物件当中，我之前我就讲，我们不会说不对，看你需要不需要。这不是对，需要不需要？这是没有。好，那这个啊，超过3分钟了，好，谢谢，看到我会见，好，谢谢各位，谢谢。感谢点的是前到中，中到中。一般像无极的五行30公里前到中，再中，3中，感谢点的是分中，中到中，再中，3中，感谢点的是分中，一起实践，像无极的五行30公里前到中。再冲，3冲，直下前路冲，送下点不是冲，冲到1冲，再冲，3冲，直下前路冲，送下点不是冲。好，各位晚安。这个啊，一段风的呢，啊，关系来看，共产社群权利跟所以啊，所里面的思考啊，我本来是会有一个起点，了哈，那像我们的应该是会有5期，就是这个大题，那5期中间起点啊，别看是什么类。是人家呢，我要去想这个期标杆，标个大家在人期嘛，所以呢，啊，所以来所以在拿出啊，你在这个变化，变化，稍稍生跟变这个是上升跟在一起所以一个填表跟。机会的不过因为是安尼这个机会我们用来就是讲，咱提供大家袂当讲提供学习啦提供稳定啦因为其实咱讲得到本身的意见，其实咱方式还是有限啦。当然咱大家是教学互相作业，大概跟可以可能那个2000会员里可能到时啊，到底来讲是高那个所以跟这个那因为呢，咱接触，咱有经。这个救老人救亲不我，他救亲不我已经婚是相当那你要讲，因为救亲不我，是跟一定里头呢性干甜酱，非常亲的人对咱一定是惊，什么叫惊？就讲咱一直
还是实修的物件，实修的物件。啊，因为性改性，咱我早讲讲，基本内容较特别的性。好，一定你要相信，咱这个已经往这个对啦，啊，这个这个星期一吧，信息理论哦，什么信息理论哦，所以是不一样的。你了解你了解实道，你了解正道，就一定要有一个真正你相信信心。或者必须来讲，完全你无理由去改。哦，因为到一个实性，到一个正性，实性它有一个实灵内面，这个正性完完清清气气，哦，那是完全离你心活，你的心内中所流露出来，这个真性，那这个喜悦，这个喜消灭，那安尼当中。咱是无见，而且第一段到第六的性格啊，这个性，已经就是已经，那第一份的性已经讲到里头，已经无见的无从无所谓的内当中，已经讲这个性改变，性，咱我早讲性、行、性、主。实行啊实回答，那这个实的模式。啊，今日知影，一天日咱医疗经过去接步经典个考虑，叫做52菩萨为你这一段路，你若会当真正有，就是讲你已经行入了初步的功夫，就是讲你已经52菩萨为你已经行过了。头一个实习，你10个流水已经行过，啊10个流水行过了后，已经行到第二段叫做哪？性改。性改就早头甲你讲，就是对第9分，迄个一上无上分，到底到第16分，营销业上面这一段叫做上改。因为改，就是讲咱真正以这个。义气的内当中，透过着咱的实习，哦，咱无利用实习去了解，了解咱安全就是安全的。伊为什么来讲？咱学做，咱若无真正去清净，哦，无真正去，然后生根去清晰，咱就是安全的。哦，今天咱这是安全的。哦，咱想怎样？咱这是伊的起心动念，甲起心动念做分开。哦，所以是安怎分得？叫你行过含住实住迄个物件。其实离学科内底当中，这个实住功夫作用。所以我过去咱讲过，哦，是安怎有叫做这个咱修道，咱一定要寻找咱这个心，完全袂使有一点点的意见。换一点，咱有一个意见，咱这个心会走动。那你这个心会走动，你前面就听到，要讲到真实的道理，拢总以因缘心法，拢总以。就是这么营养的内底，甚至营养是声闻，哦，是声闻的这个营养法。那你这个营养法，你要进入了菩萨的心内底当中，这是一个非常一些困难的物件。那既然非常困难的物件，咱各位该怎样？这个是做东西不得，哦，是我的某个这个人，不能应付问他。哦，这是不是在造好下落？温和应付温和好一些，这是金刚经的第2分，与咱造好并不相对，然后
按照好应用上的回下，温和应足温和脾性，就是舒服的唔好，因为咱今日受到拢总安全，这个是安全，袂好势，但是你学到咧教我要安怎去安全这个所以咱是第二个20个菩萨位，第2个10个安全位来变受益，来变，来开讲这个这个习主习这个习主这个习安全。但是因为这个主就是讲到这个开就是讲，这个开，然后去修改，你这修改是好事，伊是然后修改你来安全的好事，人合法，所以不得当时说法到84分，咱知影师傅的，咱啊修改的安全，体。合正中平平的物件，体有些生，如来显现诸菩萨，如来显不显诸菩萨。这段就是啥样？就是师傅的一定上到54分来用，伊叫做清改。清改意思就是咱老夫讲这段话叫做实处。因为你若要清改意思，咱就先在安全意思，咱就想看看，咱从修到到即么来？就修到到这来，行过20担也好，行过30担也好，甚至行过40担也好，甚至不进菩萨行过60担也好，这是咱方法。那不是那可怕。老菩萨行过60年岁月，迄个思想，迄个思想流出来，伊会惊死。迄个思想流出来，伊会惊死。迄个思想就是过去。伊80个中内底当中，因为伊过去无真正清洁，无真正清楚伊家己个80个中，随时顶上修炼，但是实际是内底当中，拢遐无清洁物件。到了伊一个时阵了，开始，咱较早人拢去倒还钱，倒还钱当中，伊80个中迄反正过去遐物件，会倒来，真正会倒来。伊讲出来物件，是差，伊讲出来物件就是。含无一个修炼的人，较了解。这个物件，咱只一部分是，但是咱个想看，经过30年、50年，甚至60年，甚至讲过去见过，这思想可怕。但是讲看，那安尼一路来较有清净，更有清改之处，更有安全之处，这相关的控制有性。这是咱修道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所以讲，今日我修道人们听到开班你进来你出你表现的做老嘢啦。但是咱的心有真正实行过，有真正精神过，有真正清改因素。那安尼，咱有真正有到迄意见内底，就是当然你安全的事，对不对？即摆来就是讲这物件，讲到第3个叫做哪？实行。实行就讲到这个迄个菩萨行安尼，实行这个菩萨行安，实行超第3菩萨行内底的讲这物件，你今日小学第17分，这个叫讲实行，开始行。这个行，咱金光经17分头一个来讲，有些人做些努力，安得什么三万的。温和应付温和好脾性。一切正经的乱这个才是有实际的发生。迄物件，阮在咱经光经的第2分的物件，得起来第17分在讲，得起来第17分在讲，就是我会讲，会讲，现在会讲重复的事情。我讲重复的话，不代表是重复的事情。重复的话就是好一个，就是咧甲你教育你要安怎做。但是到第17，这个叫做是行，就是讲要叫你行甲要改无相像，要改你行，就你真正有法度啦。一切众生之力，用关心用开心用发心，可是真如发心用有修有无
啊，要存一个正心观，是毋是安尼？啊那呢？你存一个正能，你去咧行叫做哪？叫做梦想。梦想，你只要心这边你去梦想嘛，你叫啥梦想嘛？你叫你执着嘛？你叫你分辨嘛？咱就看下认真，已经行到这，咱已经开始行菩萨行，咱家反省，咱家看，咱家己对咱内心家己去内省，咱的心家己去内省，到底我这心爱要去什么？我的心爱要去什么？真正呢，虽然我每一次当中，我心情来讲，咱我一直内心家己，一个失败，一个碰撞，一个失败，这个碰撞又失败，这个碰撞又成功。明知碰撞以后，但是偏偏拄到不倒霉。明知讲今仔日发生这个代志，对你受到的贡献这是无共，但是你拄到的安全的好势，咱就感觉是。咱人讲好咧，听得足舒服，有够舒服。人讲舒服，我无介意听，咱比别人读一句。你讲这些物件，别人读一句，真正咧，受到过变受着是哪？受着是傲慢，受着傲慢，受着恶人啊，受着无耻啊，受着无智啊。啊，那安尼受到尾啊，当中变成哪？无修无业就把你输到尾变成魔鬼了。啊，这个物件我想讲，碰撞不是不好，但是你一定要去，那一概碰撞，一概提升，一概碰撞，一概提升。然后这个碰撞就是要消灭你家己内心迄个傲慢心，互你内底迄个傲慢心一直慢慢捉回当中，互你定心一直捉回当中，迄是真正。那是你消减你家己80%中迄傲慢啊，但是你今日若你消减咱傲慢，咱的傲慢的心都比着咱定心较高。今日咱叫做哪？咱叫表无明，咱叫用无明，修就是怪啥？迄无明有用，迄种无明就是魔鬼嘛。咱的地位就是佛菩萨嘛。咱讲魔鬼愈用是愈大声。咱讲菩萨，咱佛，我就是叫魔鬼压制，咱永远就做细汉，咱永远就在出头天，咱永远就参像今日你在一副田，这副田的内底当中，迄白草，较济啦，较济切啦，这就来去储备中间来讲，来做事。是安怎呢？迄白草，迄个白草你听无？你听无啦？可能唔捌说是。迄白草就是含你手啊，迄颜色含类，但是伊生的迄种。伊你肥啊还掉了，拢叫我白草，就是白草，青漂漂，但伊后伊个白草就是这种草，迄就袂种啊，迄就结水嘛吼。后头我是切啊，你讲了切啊子啊，我了子，但是切啊子啊，切啊，切啊。对啦，迄个业经济啊，你这个业经济，经济愈济，咱的产愈济，迄个愈麻烦啦。所以咱80%中，这个业经济你看嘛，我来讲，咱只要把咱的这无好的物件消减掉，你行就是你行这个物件。所以你佛道到了非常清楚，一点点甲你讲，究竟有我，迄个我就是哪？究竟有迄个我。咱讲迄叫做魔，迄个傲慢，迄叫做魔鬼。这个我，那这有我什么罪在嘛？简单的嘛。这个罪，即生罪即生，你有这个我了后，这个罪就造出。这个我就是，有啦，咱好找到有我能，我这个人家己，咱讲别个会讨论。所以你应该是这张条啊，是愈发随个讨论大，应该咱是愈珍贵，咱修的这心灵愈合法。
当前呢，越有度量，越包容，越包容，伊然后伊整个爱好，这是一，但是伊今日咱变成人啊，我执，这物件这边个人意见，这边个人意见，所以咱明了方面来有来讲，意见越低，哎呀，就是为本。意见越低，个人越低，这叫无为本嘛。是不是啊？意见越低就是无为本嘛。意见无变，哦，这是一个程度。哦，啊是个意见，这应该是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你袂使去立一个低啦，你去立这个低咧，就唔这叫做众生的意见，众生的意见，哦。众生的我的意见，甲众生的意见，两种意见，众生的意见叫做妄想，是不是啊？这意见叫做妄想嘛，叫做执着嘛，这叫做执着嘛，叫做妄想执着嘛。啊，这个妄想执着，那啊，我来讲来说明怎样？这个叫做众生相，这个叫众生相，这个叫做哪？这个叫做受者相。哦，受者相，我那个延伸的是这个神，众生有菩萨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还有菩萨。啊，但是对得来，就是这些的来，后边很简单，很我。所以这个我，就是有这个我，这个叫做主我，有这个叫做主我。这个自我有主执着这个我，所以有一个人，这两个对立，一个包括了一个善人，一个老的，一个憨慢，一个水的，一个歹的，一个长的，一个矮的，一个高的，有一个白的，一个黑的，有一个红的，有一个青的，这叫做对立嘛。啊，这对立当中呢，因为你有对立了后，你就什么呀？你就妄想发生。哦，你就这个妄想。啊，这个妄想叫做有民有妄想来对啦，这个众生就是老生妄想。啊，妄想生出来了后，因为妄想生出来后，无伊妄想生到这条咧，所以必须一个受者相，受者是咱这条，是否能咱这条？连众生有一因妄想这条，啊，这个妄想这条是讲众生是我受者相意思。啊，咱今日去学家这个究竟无我。啊，到究竟无我来对，因为百花丛中我，变成骗不在身。我以前我行着迄个哦，即摆拢来咧行这个铁路工程，但是我拢爱吵伊，拢要吵，要车查某啥？当行对我过，我一条袂记得行啊，规条袂记得咧，下摆拢一个职业啊，报案啊，总吵。伊个好啊，滚到里面边啊吼，迄个啦，迄车查某吼，迄车查某超你知影嘛吼，啊条路边啊，啊写车百花丛中过啊，偏偏不沾身，但是咱百花丛中过啊，整条路都沾满人，什么原因？是因为咱这个口小操盘，咱这个手。伊会去攀岩遐物，我若穿点互伊看，伊敢攀岩我会得。我若是我金死死，伊敢攀岩我会得。啊，但是咱这物件，咱今日只个心是无事，咱这个心攀岩无法攀岩，发着物件就念着，发物件就念着，因为咱这个心是无缘分，咱这个心若想到参像一条河伊，无论。离这个色相内底，无论偌水，无论偌歹，无论偌什么物件对个讲起，啊，一点点就动了。所以这个叫啥？这个叫祈求。那做迄个动，迄个说成做来讲，死灭为乐，这个对吧？啊，所以咱今日到了这，咱讲到了这17分来讲，因为这段究竟为我。究竟我人这两种
人我去年，是不是呢？去年，是不是呢？去年这个人我人这个手，我就是能，所以能手，人我去年，这种无了后，这出来就是，就是想要实际上这就是。然后，因为这比较对比的，到这有这物件到有人上我想了后，到有正常我实际上，无我想要人上后，咱就实际上无这个物件。咁是安尼，比如我今日去，我今日裤拿要去，我今日裤拿穿无伊，我安怎行一把山？因为那个，伊个车手我你把车夫我来讲，伊嘛无我做。啊，就是我穿裤有条件。伊有条件，咱限定我这个货，我这个货有条件，咱去甲念着伊个车头，伊我这个货你行过啊几点？包点几点？啊，你甲后天看看，咱一世人行过来，了后咱讲偌济，咱讲偌济物件，咱讲偌济物件，真正听无着，咱就警察你去探听咧，无了解，警察对无较了解。你做些代志能过就且过嘛。而且呢，何必本来无一物嘛？为什么处处惹尘埃？那就是干嘛能帮感觉？所以一切凡优秀，拢总是一个影响。凡所优秀，拢究竟有用。但是咱今日修到这个习惯转就是哪？完全就是。去适应，啊，都无得甲写下来，我能甲写下来。我之前讲，若讲着我好，我甲你死啊；若讲着我歹，去甲你死啊，是毋是安尼？你有法甲我讲我嘛不是，讲我无好嘛不是，讲我错嘛不是，有人还是会听来。哦，所以如不理是信，是不理如。你我都把这意见无，所以呢，今日真正需要爱有这个模式当中，真正模式当中的，因为咱起心动念就是对咱个个上海大的损失。咱无起心动念，别人起心动念和咱一点关系都无，咱上海大人啊，不然呢，真正唔甘愿。我是不是唔甘愿？因为。咱讲嘛，咱讲规矩做唔到嘛。今天现在讲伊要甲你，要甲你定价，唔知咧萧条你的梦想，你萧条你哪？你指标，你甲你萧条你的梦想，甲萧条你的指标，思考嘛，可能到点好几条，拢无对对，考试都不及格。所以是毋咱对真正的修道，因为这是对咱考虑。对咱家己这世人，这是社会重要物件。那个，咱行到一半，咱行到一半来啦吼，行到一半。我听我算，我六十，我60几岁了。我之前20多岁啊，我请考，因为我数学基本60几岁，我因为3几我惊死。你马路买新人咧，马路买新人考一个老多车，应该3岁。开始来70岁、80岁、60岁，但70岁也剩12年，啊，80岁也剩12年。好，我人生要食到100岁，这是讲我是拢在骗人。我是啊，到100岁1000年啊，迄个在骗人，无几个啊，对不对？所以咱真正一定要求对咱这个事情，真正伊来讲，无才能一世人要食啥。无才能一世人，无才能一世人的想，所以我嘛一定拄着一件代志，家己一定要反省。所以这段话来详证、详试、印证，印证着哪？当时佛陀咧讲究竟有我，佛陀用着伊正道，用着伊正道来做一个印证，来做一个证道，证道哪？含我得到这个嘛。究竟是无？各位，咱个这条历史一点，
对不对？一集中会万八得超然。因为这个咱地球变天龙化嘛，我若讲对，我不骗。我若讲我唔对，无人要来求我。安尼听无？但是咁真正安点讲，咱那个天堂，咱看同个天堂，安尼当中，咱有性的，就咱修这一年也要点把钱几个点把钱。哦，不然，我咱们该怎么得？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有人讲出为渔夫适得还乡道，生来死去天当请卧。渔夫适得，恶目神童，才发现，煞煞头头八路汉，难讲无。按了解按互相分辨。伊都甲你讲讲这个物件了解，适得，发现，变成相同的概念，你个发现对这三方，了解，适得，发现，你发现这些物件。你发现到，你讲这点你也无发现到，那是茫茫茫然。你有识得到无？当然不识得就是你已经踏错位个，伊有识得到无？伊听着听讲经，伊毋是对第一份听到第10分一无所住，二心伊毋是听到了，伊是讲听着听讲经了，听着咱上经讲经了，伊就去问着这个来做。你去问迄个学校，你这本经一过来，伊就我是当时伫当上司毋爱做事了，讲法咯。伊是听着听讲经了，伊毋是听一无所事。有些时间咱未晓搁听讲到一无所事，不可能。咱听经讲经听到第10首，搁听要一当去伊也收听着听到第10个一无所事，看嘛，听一句话。当然啦，是叫伊就已经，伊这三个都有。现在我伊就了解了，伊就识得，伊就发现，因为对有养活母，养一个话费，我养一个话费啦，我咱对4年间到这有几个月有几个月吼，24年间到这，4年间到这嘛到这10个月。那我今天行来咧，行很多，今天那个。我行去行到行到6公里，我家己我行去行到我行到6公里，应该是成功。但是伊就实际去，但是你甲看这个人，我讲伊是中年去行到这无可能，反正你较早就无可能。所以人合作去，以前伊要这样。这个物件是什么重要？比伊的生命较重要。所以伊头一个起来，咱讲只求作文，不求内容。随讲这个话你看，一个也未求得道也未得到入正法的，伊就有法度咱讲只求作不求伊不咯。安尼伊毋是发现到这个物件，发现到这个模拟多出吗？我有一次科就被陈大风手，看到今天给我还原，今朝澄清公司照片3个段落，爱这个物件，我唔怕。咱今天求这个道人。有几个真正这物件？你不得到怎样消灭超人吗？你得到我代表你消灭超人，但是你无得到，你永远未当消灭超人。安尼晓无？你得到无得到，你会当消灭超人，但是你若无得到，永远就是无法消灭超人，因为你有得到就是这个机会咯。你一定这个意思，你有这个边来让你进入了解方不相，适得还乡道，恶不发现，煞煞头头八路。你有这个机会，对不对？咱讲过，做不了。那不是这个行者伫讲经讲经，有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听着了后，但是当然对咱的警惕，是啥警惕？当然伊的警惕，这是地藏果的警惕，这是我的警惕。人来人听着，
当然个人定义，个人咱未接受来的学生，但是咱真正嘛无嘛说输了那是。像有的时候是，咱学30单位啊，咱学40单位啊，以前咱安对别人懵懵懂懂，是毋是呢？对咱家己的国家，我是我那个哦，因为它的严重，所以今天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进入到所谓的究竟如果还说有效，这是希望，因为伊毋是一个真正的实体物件，这个变化，那安尼你来讲。若见实相，必向极见如来。你若我讲见得诸相，一切相，拢是如来化身，拢是如来会发生。你若讲发若见诸相非相，你若见得如来发生，你会当哪个理解？当然，一问间了解凡夫相是的还能你爱真正去了解，唔是讲懵懂，真正去了解。所以讲，你今日唔通去chấp這。我现在里面的事，这里面里面是有事。哦，你讲我意思吗？哦，这里面是有事的，因为你求得到，你得到，你这里面就业对新文化改革，你把你这里面放好。我得刚刚4方面，一些那么以。有救心中，我哋不说救心是在怎么说？我哋说法救心是在，我讲，我到时咱讲一分，伊讲无法所说分，无法所说分，伊来有法是有一个法，我是因缘所生法，我照着众生的需要，我照着这物件了后来讲这物件，哦，那么本来是有这。但是因为众生需要，我照着这物件，你经你无论面对过这个工，我照着这只牌啊，互你接过，安尼呢？但是你已经到几啊？你要去坐啊嘛？你根本唔要去背去嘛？所以你这个是凡所有相，拢总是一个缘命的物件，因缘所生的物件。所以咱老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这是说，变自己，哦，这是讲三天问题，好，随年去到了第9问内底当中，不得因为伊作文呢，讲法是要以正道的时阵，因为讲实无，哦，伊讲，本文何题是何题，实无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伊这个是何题，因为。伊这是推顶盘，哦，伊这是延续的吼，所以伊这当中呢，咱而且搁较了解者吼，咱这种了解者，哦，所以对如来有认定佛所有的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吼，因为这段就是佛咧问佛，咱说菩提啊，你的心意如何？如来当时释迦如，我当时释迦如来离开佛所的时阵。有得到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吼，我有得到一个无上正定正觉吼。不了世尊，当然这段话说菩提是一个解放地，伊就是个世尊讲，不了世尊，如我解不所说义，如我说菩提解放地的了解所说义，不如见的无所无有不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这个当中分别那么如是，这种当中是印证哪里来？哦，得的任务是我丢，是我的呀，哦，如来过去，伊讲着伊过去得到正法的时阵，而迄个时阵伊有一个无上正定正觉的有无？哦，那咱各位，咱听吼，让你希望接到明白，哦。你有得到无？你若讲你有得到，但是，你要小心，你忘得到，你无所得，是啊得到，安听无？今日你若去摸你个物件摸掉掉，什么人会当买成本？什么人会当买成本？你去想看看，是你家己会当买成本，还是什么人会当买成本？你讲？
证明吗？对吧？处理到个身份嘛？安尼你的身是讲控制证明手，你的慧命讲控制对不出手，你若唔收，什么人帮我做呢？你若要收，什么人帮我做？敢是安尼？所以真正的物件，这是一种因缘生发物件，要互你证明这个物件，要互你证明这个物件。哦，你完全一定，完全你这个物件，拢总无了解，拢无实践，拢无会这个物件，你看你得到要什么呢？那太简单了，去海底的、海流的。甚至话一种来叫做，你甲求咧得得，啊，后来你想到，因后日就钱冇钱，后日简单呢。所以唔能做这佛教，你家己做这佛教做这义，做这义就是咁样，做这义的，咱今日，因为咱今日求道，这是一个殊胜的因缘，就是要你了解这个。你会当顿悟，你会当顿悟你自己自身迄个物件，迄个物件你会较大，你知道？变完，会变得快。而且物件，后来一句话，无相清净净啊！阿弥陀什么？你爱越发，发心，你我给大家讲嘛，哦对对，啊你既然得到，你无去发心，你无去发心，你得到这物件。你咁就成本你，我可能啦。啊，要得什么什么的，你的心就关啦。你这个话，你的心就关，唔是去外国的说，唔是去外国的说。我在世界不离世界，离世界旁边看，我讲，对不对？所以真正不改证明，如是如是，这个如是如是就是对当时，是我哋讲讲，如然。如原地不受，有的阿弥陀的什么什么的吼，是我的言，如我该不受受，是我的讲啊，是不得的问是我的这句话，表示我的讲对道，是我的讲以我该不受受的，如来无原地不受，如来的东西是原地不受，无法不受的，我的当然呢，这个不得。不见如是如是，在咧赞叹着什么人？咧赞叹着是我的，你讲对，哦，那个赞叹。但是这个时阵，咱今日一定要了解，因为当时不得，伊修到八个，当时如来修到八个菩萨，就是显灵菩萨。应该我过去咧讲过，显灵嘛吼，显灵菩萨，这是到底高点。那个地高地内底，咱过去是先修行那边，先修行那边，但是你修到迄个意境，有一处当中，显灵菩萨，伊去也有一个外道，伊外道有这个某个看这物件呢，你从外道这物件呢，就是世间当中这奇奇怪怪这吼，你讲看那看奇怪，你问我这物件，水小的有关呢，哦，有这个。我还没通这物件，这是为人之无，但是希望是正法。但当时佛陀，因为伊得到八个菩萨了，咱要发的作用啊，当然去学外道，伊就继续学外道这方法。我当中，这个外道法拢去学，佛陀较无了，因为伊法律是作用的嘛。你讲的伊嘛虽然吸收起来，但是这就这个用，伊是用来吸收来，对不对？最后伊下山。你下山的时阵，你外道差不多就讲，前面，阮这学习，阮这法是一定要输的，我哋就要走掉有输的啦。我一个人要到就输的，啊你若我落下底，我哪会时阵，到时你输的，所以我最后伤害了，我拄着是报。哦，你做迄个无遮法会，无遮啦，无压无遮法会吼。迄个无遮法会就是讲，伊无有限定，你要甲快偌济。反正你若有真正有理，你要甲
我用偌济，我用偌济，所以呢，不得，伊就是毛杀，伊就去到的时阵，我做不做我会，然后伊就去坏，坏然后伊我就学班里，你学班里面，伊讲我是咧学写书的，所以伫迄个当中呢，讲现在按这啦，什么医生大家你安尼，你有下我的条件，班里，当伊迄个班里面时阵，伊去走的时阵，我听到，你听到不出声当中，有一个听到欢喜就对了，迄个欢喜是怎啊？因为你甲爸爸嘛，迄爸爸的应该是究竟地嘛，迄叫做退转点啊，迄已经生好去啊，安尼嘛，所以迄个当中，他哇，不出息，不出息，你对这所在教育的，今仔是看到我拄着一个动物公园，动物呢我养，一支的迄个青莲花啦，青莲花，养，青莲花当时是足宝贵的青莲花，去拄着这个动物啊，这就讲，先不是讲，这位小姐，当然这个小姐迄阵安尼讲我唔知啦吼，甚至你会当无机，迄个青莲花来讲，我有安尼甲你买，袂记1000万遐去啦，我有安尼甲你买，你安尼，你甲买这无机的迄个青莲花，因为我迄个动物，迄个动物听到的时阵啊，迄个生命模式讲动，伊嘛出欢喜的。安尼哦，你当强是足好的咧。安尼当中，我这5支互你，我这2支吼，想怎寄你？伊安尼讲咧，我是一个动物啊，我是公民啊，害我袂当去见不然，安尼，所以把伊迄2支怎啊，我不得去约会。迄个时阵，怎做一个画一个迄个花瓶，你若泰国吼，你泰国是。花瓶，迄个花瓶吼，像是莲花花瓶，画头莲花，怎把伊花瓣？你若去泰国吼，泰国人供佛啦，花瓣，因为花瓣在练着花瓣。伊讲，伊讲一个咒语，讲希望这个花瓣可以随我来动分，所以画成花瓣嘛，叫花瓣法，迄个花瓣我就认真分了。认真不离开，好简单，所以我动会。所以你迄阵认真不离开的时阵，伊头前啊有惊人，怎拍人？我认真要怎样打？那叫做恶佛，咱造成叫做恶佛不施吼，恶佛不施的，你若拍的，我甲你打恶佛不施。当时伊拍的时阵，我边啊遐有水，就惊人，伊怎把伊头送出去？我把伊个姜怎安好，所以因典有一句讲叫做善法布施吼，伊迄有真名吼，恶法布施甲善法布施讲。就是讲当时即个善菩萨当中，伊拍的就较大，伊当时伊头送回去，然后不得去打惊，叫善法布施。所以为了怎条件，非常的欢喜。迄个欢喜啊，咱讲用业文化生关系，就得当讲你这受过考试验，你会当受得，但是你的本名叫做哪？你的本名叫做释迦牟尼佛，所以迄阵伊即个公案遮来，但咱今日如果看到伊当时伊有哪有伊受到八地菩萨当伊见着佛，做一个印证，但是咧，各位，咱也袂受，也袂受到几地啦吼，反正初天嘛也袂个啦吼，都也是啥物地啦，就是空体啦，那个吼，咱就当受，是当受。但咱受记，咱伊受记，咱就变成咱受记，咱变好了。但咱受记，因为咱受记就不了嘛，咱受记就不了嘛，毋是这个道理，咱来了解。
咱前辈先来讲，过去不止先修，以后当你对对，安尼即嘛，先得先得，那是。哦，但是我得到，伊就都错多贵。哦，迄个选少人就后边济啦，迄选少嘛无够多，听听意思？迄个石头嘛比选少较济咧，较少啦，少比选少较高贵。物以稀为贵嘛，吼。哦，你去到的时阵啊，迄个哪，哦，迄个须弥山啊，迄须弥山拢用琉璃啦，拢用七宝诶塔成的一个琉璃山，迄是叫做宝山咧，哦，迄叫做鸟壳山啦，须弥山叫做鸟壳山啦，吼。那迄个当然金光闪闪，你去到迄个所在，鬼啊鬼了，我无好鬼啊，吼。迄叫做哪？为上好。咱今日得到这样一个事情，宝贵的物件，过去三宝六宝拢袂当得到。咱个部分，咱个讲啥？因这时阵较知影，三宝六宝，三宝哦，即个叫三宝啦，剃头宝啦，啊，什么宝啦，三宝六宝啦，什么菜糕啦，什么糕啊？药膏。哦，好啦，什么糕？你甲见到啦，什么糕？慢快点，慢点糕还是超过关键。三宝六宝其实拢袂当对，但你讲来因较故事，比较心理迄阵成长，是迄种。咱即摆有咧看到，即摆我离泰国吼，我离菲律宾。一班点咧到就3、4个狗，我买当然即阵内底有3、4个狗，我惊死我。点来，就从伊顶来，咱对面一个迄个篮球场啊，一顶大顶，你若菲律宾吼，你个若有物件分开，然后一顶人就来啊，来把它点你，你本来后壁走后壁咧排，你是咱当时你开关时阵，你这分物件，哦，分点的。但是咱这后边排，排都来停，给点，你嘛是安尼哦，所以这个反正真个有在搞方面，但是因为越了解这个，所以呢，了解是的，但是因为你是了解哪，你是了解你有一个意足足功德的，这个是哪点？不可得，不可求，这个物件。毋是讲你了解迄有一个了解，有一个设定，有一个反应，因为迄拢是一个不可得的物件，所以伫遐当中，诸佛地，然后实无定法，如来跟阿弥陀佛什么差别？实实在在，它是哦，以前来做感动实在，所以这就是一定来破你的相，因为若要破相，我讲有理。哦，我破相不记得当努力，所以呢破相来啦，哦，以相跟破掉来啦，异空来个提醒，所以在瑜伽当中，哦，如来得这个得了哈，得到的哈，如来得阿弥陀什么什么地方？如来得阿弥陀是什么？实实在在摸这个如来。所见阿弥陀的什么面，这可能古代这种意思哈。这里面就是说，没有一个彻底这里还是没有彻底的了解的记录的，不贪心咱怀疑，所以咱的心呢，它就做了一个菩提法可得这个心力苏摩真教听这个最近讲，连伊发这个菩提心也是空啦，所以一个认定到一个所得，有一个认定的法到一个所得的法，统统要空掉，实实在在无一个认定到一个所得，安尼讲有意思。能所要具，袂使有一个念，到袂使所。灵就是讲我去得到。所得不讲明天我得点，这个能手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的。
你能得，这个叫所得。哦，这个能得我，这个叫做我。哦，这个叫做人，安尼解释。能我得到，有一个物件我得到，所嘛叫做所得嘛。这个能所，六祖大师讲的巨源，一定要了解，一定袂使，一定袂使这个物件。因为你有这个物件，有这个能力，这些物件菩提法、菩提法、菩提法吼，菩提法这个菩提叫做干嘛？咱叫做干嘛？叫做自性。哦，你有一个自性能力，甲有一个菩提法能力，有一个能力我得到，甲所得到，这个物件就是已经有外口有一个物件，我得到，我得到这个物件，各位，咱一定要知影，你家己就负责去做，负责这个物件，你感觉到是离外口一来。感觉到有一个物件会得，无啦，你家己都去做，所以大作来讲，哦，何其自性，问自清净；何其自性，问自普教；何其自性，问不省略；何其自性，问不动摇；何其自性，人心万道，是毋是这种讲家己的物件？所分一定一种家己物件，所以你后头有一个能力到一个所得的物件，所以这个所在来讲，咱去实实在在无有一个能力到一个所得的物件，所有的尊者伊已经彻底的开悟，所以释迦佛恐惊后来众生啦尤其是末法的众生，就是讲真正的时阵，无同天皇即站。这个性侵的能力，我听你伫迄个外口演遐个，越讲咱这个，现在要甲讲一个课上，你今日去得什么？我今日去得民顺记，我今日去有一个民顺记，我得建设个意思，你讲听？我若甲你讲一个课上讲，经理所对咱有点不信心，我若无甲你讲当中呢？我就讲你袂信，若要甲你讲，你说我唔信；若无甲你讲，互你袂信，安尼讲听我意思。若唔讲，你甲讲你唔信，要讲你袂信，我讲法唔讲。我讲嘛对呢，我唔讲嘛对呢，因为我若讲，因为你今日讲我对对无信心。但是我讲，你有境界，你有智慧，其实含你讲，有讲甲无讲，完全拢跟这无关系。因为讲，你进入到你家己自己自身清净的意境内底当中，无讲甲无讲，无有讲甲无讲，这个问题啊。有讲嘛是如是，无讲嘛是如是，来讲听。有讲嘛是如是，无讲嘛是如是，但是众生就是。我讲，我若甲讲，这种物件袂信，你讲我就会讲，你讲。我若甲你讲正是我咧骗你，我若讲负责这人对我咧骗你，真正到这里，听到这个境界啦，这事实真歹讲。你讲嘛要做小心啊，这嘛就爱找人讲的。真正你先着这人讲来，你甲讲出话来，你走好，我真冇骗。但是讲不讲都袂使呢，到你去讲讲袂使呢，你讲都袂使呢，无讲都袂使呢，我变怎讲？所以嘛，真足济就是用汉语过去，真正有甲你讲足清楚。所以你这段就甲你讲啊，能所具名，目前面到的所得，但是你家己迄个我开，相当你家己迄个我开无？你家己迄个我开你哪？你若要过讲的时阵，你要去食摆安尼，毋免摆安尼，你若过讲当需要摆啊。我要甲你用摆法，甲你用哪样摆啊？对不对？
这个是看你目前中的需要，你真正需要去拐啊无？你若无需要去拐，你还在讲，对不对？啊，你若需要去拐，你要去拐都袂使。啊，需要甲无需要，咁是我来甲你讲，你家己个人家己怎么样？经验学到这个时阵，你要去互相互理，你能够走向变相伴，你看到什么啊？所以讲，莫怪你众生啊，因为我同体文化实在不理，所以呢，会把菩提这个所以须菩提这个用心来印证一下所以咱一定了解不可以存在这种的意见认为菩提法，认为有这个菩提法，只不能证实你最后还是所见。因为你家己头一个其他的所见，我不想讲你家己去头一个其他的所见，安尼讲意思？没有所得，没有得，没有所得，无这个物件。所得的我有一个定嘛，所得有一个物件我定嘛。看有这个物件，安尼讲意思？所以你讲这个物件含不得东西，我眼睛无所，你要证得一个是无有法度来，安尼就阿尾就什么什么的，但是你一点遇到起来的无，你要解释。因为你已经证明得定，阿尾就什么什么的了，你家己心里有一个起码你听无？你要安怎？你要安怎？明心见性，你要看到你家己遐物件，所以这点一定要需要了解所以这当中啦，菩提法拢总是因缘所生，因缘。以空体即空，当体即空啦哪有实实在在的菩提？是不在印证这种素菩提的这道理这就是我们把内心有所得的心相要空的干干净净，不可以执着。希望我们当下真正的了悟解悟这个菩提法。你绝对没有这个菩提法，因为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所以包括它是可以详述详细，有解人解说这个是无有法对阿妙的什么什么的，因为那个不得对根本一层一层可以讲，一层一层来讲，一层一层来做列想所以不得摕着伊当时证得时阵来讲剖析所以呢，用有法如来跟阿弥陀罗什么三菩提者，言言佛即不我意识，你有来世同去做佛，何须他们没佛？意识不有法跟阿弥陀罗什么三菩提，是无言言佛不我是作是言，你有来世同去做佛，何须他们没佛？安尼就变啦所以菩提。有有法如来，有法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愿天佛，即不以我受记，即不以我受记，你于来世，同地作佛，何释迦牟尼，以是无有法，以是无有法。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我这边以我受记，是我以我受记，作是言，你有来世，同地作佛，何释迦牟尼佛，这段是强势，作详细，要来解释。了解，伊咱今日咱别人提出，你这是的模范，咱做修修。所以不得以色列来讲，今日我的众生因一切嘅文法，所以因伊来作详细来做解释。所以咱今日别人提出有理，而且会当深入所解，咱会当得中。干无比在，这个比较简单。分享少点不得
经过这个第2分，改做一个前示，为公益性，为1分1个30公分，已经现金已有清完物了，所见之现金。哦，这个就是有咱家家长下面建议。我当时这个所在，是这个无办法动摇的这个世界，咱今日这条平安路的条。哦，咱而且碰撞较这严重，咱交代，咱交代，然后哦受伤对啊，咱交代用白的用白，哦用白啦吼，迄个较早常常讲，用白你来练，用白你来白，用色你来色。哦，因为那个你是要惊奖改造的乱数，所以来讲就是讲。我法的众生，都有法度人伫这个所在，所以佛陀嘛是一个人担心啦吼。师父咧，这个佛教是安师父，用有法如来跟阿弥陀佛什么三菩提讲，他是讲，那有一个实实在在菩提法，这个菩提，哦，这个菩提我再甲你解释一下吼，菩提，哦。这个菩提，因为咧，这个叫做自性吼，大家讲叫做感吼，大世界叫做困难吼，这个名词真济啦，唔通叫少想。菩提法，有这个自性法当中，有这个感的法当中，有这个佛的法当中，安尼解就是安尼。有一个这个菩提法当中，安尼啦。伊什么是为一个讲呢？用有法，它是有一个法，如来跟阿弥陀的三菩提讲，安尼对。有这个有这个法咱把咱给这个物件，认真一不要想，干讲嘅，你今日去，哦，现在你有关系，因为你无靠你的意见，咱来看，当时那是咩？两目的，3日4晚你是安。一星期，那个讲起有时，那个讲起报时实在，哦，用那个是时，那当时，但我太不办法创开，因为两地少年，当时有一道我就道是讲，成功刚49年，是按照当时，因为。当时但我为着要成功这个发展后，因为跟他物质文这老人，不定到底有实际成功来的，连说少年有是接有一级方面的，因为一定爱我天要我这个能量，袂使去往动钱，因为讲你们继续着时代作为，袂使去往动钱，一定爱去先出。哦，咱看到，当时人做的迄个牺牲。我做没有什么难，人做不一样。我做你讲，为用别个话会的，薪酬要保护，也不能1000多名，我薪酬咧穿，薪酬是90岁，因为薪酬是听你这个习惯嘛，啊你接你这个款嘛，所以今日你袂当得到这个物件嘛，所以伊跟外上来，外上讲伊10岁嘛，但是伊心性这个物件无了解。我伊咧，伊好笑，我咧讲了做旁边，我接触的时阵人8年的博远，因博远现在前面当时，哦，你讲博远前面跟前面，我其实前面博远前面，博远不前面。因为博远比较厉害，有一日我都做不好哩，我去台湾阮太太，结果叫我去坐迄个地下车，要坐迄个车我袂晓坐，我左囝把我带坐，迄个车里宾馆每块得上去10千啊，真足千的啦，因为伊有一个红线，有一个绿线，有一个新线，你打我啦。但是我爬去，我坐下底当中都着博远。我袂是我开始人我同意嘅，哎，我看着我就去行，我大弟知我，咱前面经啊，然后也同意，意思知影，
去找兵啊，这嘛去找兵嘛？我想想咧，红较无红，敢我来讲也无关系。我想想，红较无红对来讲，敢有关系？咱想无吼？应该是无关系嘛。哦，其实啊，现在做，喂，你敢有啥人我唔知啊？你讲哦，伊一个完全是完全无法，但是伊内心根本无。伊心就是因为外口这梦想这执着，因为伊爱忏悔啊，较同意话，写到千年咁上面，咱嘛不爱叫千年上面。因为伊千年前，因为伊之前，这种了歹，因为讲伊无迄杂念，无迄杂想，无我包括即个，咱即个是活理，即两把手，即两把手，咱来用我无看，你看你怎办咧？我来讲是简单，你真济条，我等下我就靠我。拢甲你关关起来，你我问一下钱，这两个你就看得到，咱来叫好诶，要这抄，对不对？无抄啊！咱今仔日个是，咱今仔日是，咱今是心盲呢，对不对？目光呢？啊，伊是目光呢？伊是目盲呢？伊是心光呢？啊，是心光较重啊，目光较重？真正能够甲讲起来，是心较重。所以咱点光明灯，点光明灯是咧点一包药，咱点光明灯，咱就去六时点，咱可能光明比六时光明啊，你对不对？迄点光明灯是咧点这个心个光明咧，伊靠，伊梦想甲伊直接接。所以咱过去，我讲做当天迄修行功德，咱后。咱80分就上掉，一切动物咱后面分就上掉。修金光，因为伊是做金光经验所做，因为过去咱怎么讲？因为迄本金光经就是伊做。我有一个当中听着人讲，什么外道啦，迄时阵啊，你不讲不管啦，了来不同啦，伊咧去个相互啦，万一。做这个金光经所做，当然就不用人方面的去，伊不就是啊，我袂点什么这个说那么点点啦吼，我袂点是，我他们讲，就是话要做啊，人方吼，有一个外头来咧邀人，那个佛法吼，我来咧谈吼，我吼，哇，你这个是件大事啊，你打钱啊，这是金光经啊，这是金光经哦。你若去金光经，我即我做的啊，金光经你说即我做的啊，吼。无得讲，我安尼哦，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吼，这个问题你若回答袂出来，我去讲你钱，若回答袂出来，你两个我都不来理。你问啦吼，我讲你钱。金光经即我做的，我来讲，这种对我，你看我一起比出。无法，手法那个是都唔知啊。金光经你长辈或者最要穿，过去是不得，现在是不得，以前是不得，你是要去修心。你用什么心呢？讲的是两三讲，你听。真正会心不得，现在是不得，也是不得，那你修心得。所以你讲啊，你们是最神一些，我刚大好，我当然会答你这个问题，你用含心谈心，你咪知，我哋咧即係咱後國法，一直叫量談師，量產師，量談師，有一個叫量談法師，咧即個方面法，我都冇學習。你若要去啊，即係關問題啊，即係道理啊，即個金光法師啊，就金光啊，也是，即是去。去當然，他哋當法師嘅點樣人去了去，伊既然迄個境界講相反嘛，你當嘛，當法師就怕咩？有人法師講介紹什麼？我不得來是，我嚟看，你要怎麼點這一點啊？以前有點回後，經過卡過下嘢了，有人法師講一點啊，不能話，人睇。外口也人心倒咧，人心倒咧。咱过去就是用伊来对这外向的物件，凡所有相，
咱讲我这个华所优秀，啊，咱啊，大家是什么？用一些电话，用一音声，用视音音声，这个人变过来，这是一种华所优秀。用一些电话，咱看到一切实相，用音声音乐，咱让你音声听一句话，咱就站袂了，听一句话咱就发脾气啊。所以要管理好这单单，一句话你听不改变的。华所优秀，这两种包括你想的改变。所以难怪咱的心肠袂开，难怪咱的心灵袂开。人可怜，人那么好，相关的，你干嘛？你练迄个，你干嘛？咱的其实呐，咱迄个，咱参会，世界走世界奥林匹克，世界哦，世界迄是不然把跳远第4名哦，看咱台湾唔捌踢完纪录。虽然讲我们看是吧，咱对一个现在会领比较一种版，你讲，应该去讲，但是我们残忍还是他残忍。咱对一个会领比较一种版，咱无对一个领比较一种版，对不对？人家专注，以前做清净的心，以前做欢喜的心，以前做他们的心。当然，这个到尾先嘛，有来一个历代妈妈来看见吼，啊是咱阿金，啊是老娘人，过去我听过迄个保言，过去当中，温阿时的时阵啊，上夜的讲为什么对咱讲使，讲看到了妈妈看到了阿生吼，伊个自细汉，在茫茫的当中，一个妈妈要读这个囡仔，面对着。咱讲残障这个囡仔，要用什么样子爱心把迄个囡仔看到成几多？你拢唔知啊？有接受的人，有感受的人，大家点滴在心头，让人家看到欢喜。哦，你个囡仔做好，你个囡仔也好，你个囡仔也聪明，你个囡仔也好，你个囡仔安怎？咱就欢喜啊，咱食的是好的内所以今日咱给大家了解，因为伊把一切来去看看，听人是各种。真正人我无去自杀，真正人我无去自杀，有接受人才知影。今日我来教你，我来太太配合你生这个物件，但是你唔通讲你生就是无啥，无啥物人比你较公平，无啥物人比你较清，无啥物人比你较灵验，是毋是呢？所以一定要破相，不要破相。凡所有相，每一个人有一个今日咱目睭若怎样？切面，真正要冲破了。人已经，这个世界人已经非常的方便，咱开始黑暗，这是真正的。所以，伊虽然是黑暗了后，伊离开世界当中去。咱既然是根本咱若离开世界，对咱的必须把咱黑暗。所以，既然咱互咱这个心顶倒掉，你一定把凡所有相一直给它扫掉。你凡所有相扫掉了后，当中因为你愈一步当愈看愈当，愈一步当愈看愈当，你决定不同了，你跳不出这种生命的第二层，你跳不出你生命的这一面的情况，你跳不出来。现在不，你讲凡所有相，法是，凡所有相，所不得难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水观。所以讲，若有法。这个安个什么生活的？你有这个物件，你可以参，有这个物件就是有这个法，有的话，我哋有着这个法的话，这个法的话，一切物件都怎来啊？有物件哪有就是有我甲人啊，有我甲人就是哪理解能力无差，有我甲人就是有色，有色天有影响天我，有这个物件就这个物件，所以不得就是尽量要来掌控这个物件。讲你哋爱深解必须爱行到迄个时阵，爱听我话，用心咁听，就不会说话嘛。安天讲17年，黄天天讲8年，我先讲22年，我后边讲7年，一黄天，移教天讲1年，做19年，你讲不得不讲办法，那我无晓得。
这个物件就对来缘起性空。伊虽然有这个物件，这是众生的话，但是我是清清到这变化的物件。如果心中的讲起是从一发天我若一发了后，当然我心就变了。我有一发，我心就变了。我就是无一发，我心怎看会去？我就甲宇宙一天地一归性一数时，一数一归性一天一天地机灵，一我行机灵。咱到我都较安尼啦，无你靠我讲，有一个心你就无可能。咱这心本来就是会当安尼，无呢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以我想讲，一个咱这点的，咱这点的水弄入大海了后，你这点的水有会被吸收掉，你大海就是你是大海，你这个米，你这个米没有这个我的这一粒，你无我这粒，无我这粒，没有我这一粒。你甲落迄个哪？下过咧啊，下药变一桶。这一桶是一粒一粒，不然千粒不然万粒，不然千万粒，下起来一桶。你跟他是一团，你没有跟他没有过，那个人就是有这粒，你有这粒不少啊，有这桶就无少啊。你有这点就少啊，太小太渺小。你拢没把它就没有，它就没有。你就是那个不是小我，那是大我。这个大的是在讲啊，无上。这个大的是无上，对不对？这个无上，无有物件比较小的，无有物件比较悬的，叫做无上。你有一个无上。但是你家己，你甲阿爸，你无上，你甲阿爸变小，所以你甲阿爸较凡夫，你甲阿爸较众生，对不对？阿爸变小人，那你是看，咱的尊为这个无上，把咱无上不成这个物件，你甲阿爸去众生去，是人安尼做，咱来做，我是人安尼做。所以那是文助受，所以不能来一直在忽略什么。你绝对肉有法，到安尼都有什么什么的，你今日有一个法，一条阿妹都有什么什么的，连你们这乌莫是你，你无法解。你还不清楚嘛？无了解什么是正法嘛？无了解什么叫无上法嘛？那按你们来对比这个法，我都讲过嘛，谁心情在不对比？那叫人做会用，变个位置。其他东西你无得他无给你，那叫什么样给你？成功给你。其他东西他无工作也是做给你，他叫什么样给你？那个给你。咱为经济东西做过那个贡献，你东西空数的当中，就连个1000物件，拢是的是真啊。做过嘛提供经济呢，但是东西空数嘛是看做过呢。出国不可能，我懂得。现在我都得到，有了解这个，无了解这个无上成仙的理念法，来决定，咱一贯来做，咱就是真正来证明这个无上成仙这个理念法。那安尼当中，今日咱艺术是行艺术，艺规是行这条，艺不好一点，所以咱决定含天地、含数字、含人文，一切咱的自信含到里面，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是这样的，咱一定要去了解。我再讲个，所以你看连我不冒险你有来说，我们就做，你有来说工作，这是因为当时不得已到地底的菩萨，已经咱我早谈讲。见地菩萨无简单，初地、二地、三地、四地，爱修，到了第7地爱去修清净地，它不是完全就近的解脱。到第8地，它是一个就近的解脱，所以一定是个，但是伊会讲，迄就是参像咱我早头讲着，迄个水，咱的水顺水咧行，风倒伫后壁咧扫，叫啥啦？
叫水也顺，风也顺，安尼就做不来啦吼。所以一切拢来顺，咱这个顺无，咱今仔日较无顺，咱今仔真无顺啦吼，真无顺，毋是，我成日讲一句话，只谈机无险，无玩太阳圈。咱的功夫也无够，咱的意境也无够，毋是咱袂成本。咱的水泉，咱的高阶水，咱挖无够深，毋是你挖了无水泉。安尼敢听？所以一切拢是管咱什么人，管咱家己的命，管咱什么人。因为你甲你有一个好心思，你今个阿妹，你今日你互伊的生活咧，要看到什么人？所以好信仰某年，所以我得讲实无有法，一直咧强调一句，实实在在。无有一个法，因为你本来就负责一切物件，你都去得一个法。这个法是无有法，得阿弥陀佛三宝三菩提，是我念的佛，以我受记，它是无有一个菩提法。我毋是去得一个法，你听无？就是我想，毋是有一个法通我得，就是理想。有我想有理想，有一个众生相，叫做梦想相；有一个梦想，就是执着相。安尼你的心就永远袂清净，因为到了真正清净无了迄个物件，完全就是咱无的事情。所以你就来所以是为我得阿弥陀佛三宝三菩提，是我念的我以我受记，所以念嘛真正这个好啊。你们可以时间进到无？进，一如是我当时金大大师来到我做庙，我做法金大大师，咱当时拢是开模者，所以认定迄个金大大师来到这条道合作会员，为着甲证得讲你如是我就是，所以伫迄个当中，金大大师随便对合作会员讲，到大一名，太随来随便对。所以咱伫迄个合作，咱也是一首歌。讲带一个去感冒病的一首歌，毋是带一个去感，伊是来，就是合作甲证得你就是我，你的境界甲我的境界，拢总是相像。你看的我看的拢总是相像。佛甲佛的意见拢相像，佛甲菩萨意见是无相像的，因为菩萨甲比丘的意见无相像的，比丘甲阿罗汉的意见无相像的。阿罗汉甲天神意见无相像的，天神甲人意见无相像，人阿修罗无相，阿修罗人甲天神无相，天神甲地人无相像的，迄个意见咧。说佛的佛甲意见相像，菩萨甲菩萨意见相像的，你上应该来说，当然今日你谈合作会的，伊讲的你知影，你就是我的意思，所以爱讲这个，所以是我念的因为是作时间就是讲，安尼甲讲，就直接把释迦牟尼，就甲当时迄个为国菩萨，迄个释迦菩萨讲啦你有来世，当地做好释迦牟尼，你有来世，基本90条的时阵，基本90条的时阵，你来世，你一定做不了。这是个预言，叫做预言，你一定做不了。你回头叫做哪？叫做释迦牟尼佛。这是因为当时佛陀一直咧讲好相，嘛咧讲提着佛陀为着，因为伊要证明着讲究竟无我，所以伊当时用着伊研究佛所得到他的这个事迹，来咧证明讲，含伊得到这个物件。含伊得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嘛无诱发得阿弥陀三三菩提。大家听有？阿弥陀三三菩提，对，你就有钱啊，有个有好要做。一切经典，一切物件，拢总是一个因缘所生发，因缘。你今日你若惊好势，咱就乖啊，咱袂乖啊，你就乖啊，你今日身体健康我就找了。你今日来超生产落来，就是修炼，你修炼，是因为咱今日超生产落来，咱今日一开始修炼。
所以这物件拢是一个因缘生活，嘛是一个因咱们佛陀上上惊的一件代志。我这个物件，互恁众生就记住这物件，因为因缘生活了后，所以众生就记住这因缘生活。所以我同他因缘生活，我照着相，我化相，我变是相。就上惊的这个，唔可以讲莫怪众生，因为伊的因机作好，因缘作巧，所以今日若无小心，你讲要叫伊会当报相，要讲见相、报相、得实相，这个意境无够强。所以这是佛陀上个惊的一个代志。嘛，咱师尊师母，嘛，咱今日老前人，嘛，咱这个前人一直咧甲你教育你，众生一直有。有这句话啦，咱讲句，咱咧开上班，所以有啲咱王天明讲，有这些嘛不是不对。我们不是讲是非啦吼，原因三在，你今日你能够迎接的新道气，这是一种迎接新道气是种方法。而这个道气呐，已经深刻有秘密啊，永远就爱用的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来讲，伊已经感冒，已经食感冒药，已经食好啦。伊咧继续用感冒药来食，而且这个囡仔，这个会死的机会，这个还有，这个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因为艺术，艺术嘛，差不多，因为你若看到一个人啊，吼，所有因缘生活的物件，拢是一种方便接应。当你方便接应起来了后，你就会使用到这个物件。这叫衍生方法，延伸方法，我有听过无？这叫衍生演变。迄个衍生的物件，就是针对着迄个事的那个衍生的，不而是迄个见机道教，不而是观机道教，因为而无一定的方法咧甲你教，无一定魔术咧甲你教，看你的需要咧甲你教，叫做道，它叫做一种道教。它是一种道教，我得的这个力量，这个道这个引导，它是一种方便的引导，因是这个正式是魔术的来讲，那么不是无有法如来说阿弥陀佛所什么，是一种方便的引导，所以那个观别处，有啲人搞些研究。相反是一个方便的引导，但是你若我讲你相反当中你不执着，你看到一些事项不执着，这个理解。所以呢，跟分享是不同。那是眼见要心不乱，耳听要心不烦，不是眼不见心不乱，不是耳不听心不乱，那叫眼见心不乱，耳听心不乱。无论你看到什么物件，你的心目中内底都要如是如是。你看到什么物件，你的心目中内底都要清净，所以叫做归纳到你的心性来。你的心性浮躁一切，叫做呢百川汇海，安然归上。你了解它，唯有到你的心海，百川的是一切法，百川的一切法，汇海就是心性法。你我规个条路，唔负咱拢袂法打啥，我就规个条路，行路无好，如果讲路无好，咱是做哪？做来攀岩，做来攀岩，当然你家己去走，这个心修为行，这个心修为乖啊，这个心修为精啊，妙的，心里面，咱的心这个心无咱，你有力量控制自己。实际上，咱中国人控制家己呢，我想讲的一句话，咱就不必去调，咱放在天台外边，苏东坡有讲，气秀天外天，归功教在前，北风吹不动，温者即温眠，北风长机伟律，必衰天歌，一句话回呀，超过呀，你把心保持。苏东坡哦，苏东坡是一个诗人哦。苏东坡若要以前来讲，咱是一个贤人哦。伊是咱无能力比较好，伊要写到
其实另外这回这样的一些百分之几里面，这个思维是要作祟哦，作祟。我们来说讲今天的范围，一个范围尔，当然，咱讲会点解，咱是讲，而且讲到惊死人，下底做到安怎，笑死人，心里面，就是因为咱面对的需要来控制不好势，咱控制掉的需要控制不好势，而且是表象，内外下底因气化慢一个思想，咱讲完作安难。讲完差，咱人讲重要，去看嘛。较早，年轻人，伊就后生个死，伊就哇，伊就想完，伊做有点妙嘞，因外省时啊，是来送，咱叫出来，年轻人我想袂开，我另外口我写来甲阿姨讲。也是人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久了他就把我弄成戏啊，太泡。像咧，你平时讲，你讲是点样啊？拄着哪会知啊？我后面，我嘛知影，拄着哪会知？对不对？真正拄着哪会知？你就唔知啦。比如讲一个家庭小问题。放妈妈，大家一波啦，扭一波咧，咱讲讲做简单对不对？咱听人都唔甘愿。有你看下，你上法办唔甘愿咧，就是叫这唔甘愿来事，谁唔甘愿？因为咱这个心，一定有条好，谁太唔甘愿？我哋安怎行？这是为所对理来咧做你家己迄个唔甘愿的物件，你若讲怎办鼓励哦，怎办来办你甲想办，要紧。但是你如果想你唔甘愿，你无甲讲着这代志，我想着安怎好，好，一日讲嘅，我来讲会无大，讲嘅会不大。我无，你想法咩？我咧，我讲是会无大，讲嘅你较道理些，你讲会无大，对不对？是你个像，你接受这句话，咱来讲这是对，但是你安尼啦，穿着到，这是学功夫，这是学功夫，要去想它，你迄个功夫若真正学起了后，你就会是关键。你若讲，你愈讲愈气，讲愈这代志，你就唔知影怎个，过去安怎，咱讲一句话，讲惯已经讲唔了。如果有气，有气要生气，生气，我讲，你按照平年嘛，我是平年嘛，对，是平年嘛，不掉嘛，你唔甘咱袂使，我会甘愿啦所以咱讲，因为了因为，这是真是修炼学的，也是做好的方法我等啥讲？都20分钟，我来讲先啲，来，你听得来。好。